纸巾来咯，暖暖喉，踹踹。怎么会只剩下自己，还不想认输，用尽力气，用笑撑住，说好这次不许哭。怎么会连难以呼吸，还不说痛苦，武装自己，从不失误，却比任何人无助。当时间不为谁而破离，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所想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也可以，下一段咯。怎么会一再想念，还不说在乎，浑身解数，想要逃出，却什么也留不住。当时间不为谁而破离，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所想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当时间不以你同行的领悟，有心的让你返回上一幕，还有那热烈的曾经伴随着你前行。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我想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我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没有迟到。我想说，我今天生理期很松软的状况，先直接来暖暖一下，先暖个喉，暖暖嗓。那个要来吃兔兔补一下，没有啊，吃兔兔，没有任何一只兔兔受到伤害，没有迟到，没有迟到，是我早到，好不好？我也不算早到啦，是我大概待机是58分就开了，然后大概稍微跑个2分钟吧。然后今天真的太想睡觉了，然后觉得好软软的声线来唱看看，感觉也不错。大家午安，欢迎你们。
群聚在猪猪频道，我是迪卡屯足迹啦，台湾 VTuber， 感谢你们。我们今天随性的唱聊聊哦，然后没有意外的话，可能会很烦人的，就是 repeat 一下指定曲，还有自选曲的部分，这样子。首先是塔瓦伊拉塞、云天伊拉塞，红尘学长伊拉塞、广义伊拉塞、阿英师伊拉塞，然后雅川伊拉塞。公孙乖乖伊拉塞，耀眼星空伊拉塞，八音选股我看到八音选股前2天有降落到我们 DC 的频道，谢谢。国泰伊拉塞，然后鬼之幽魂伊拉塞，浪波伊拉塞，然后多林龙伊拉塞，还有8月伊拉塞，然后公孙乖乖有看到了阿仁伊拉塞，这位是曹轩嘛？我还有个在吗？你好，燕琪伊拉塞，神月伊拉塞。然后我跳掉了，然后我追不到老天使。长官，主播安，你是嘟嘟，坏人夫嘟嘟出现，然后梦幽伊拉塞，欧洲人伊拉塞，然后唱都唱没事了，今天随性就好嘛。自然伊拉塞，好 ，OK，对，都可以，也可以哈，所以我也可以，大家可能会疯狂 repeat 一下，我们再截取。就是觉得比较 OK 的，就可以丢出去结束我们这一回合了。真的是太龟毛，好多细节就觉得这边不行，那边不行，真的会弄死自己。所以我决定在前面喉咙比较松软的状况下，我们先也可以把它结束掉。然后没有意外的话，我们这次的自选曲猪猪应该是会抓我们的原创曲卡甲，好，当做我们这次的自选曲。可是我觉得なんかやばいね。今日めちゃくちゃ元気してないから。元気は全然出さないね。没有办法提起精神，可是我尽可能的用吃奶的力气。卡甲这首歌跨度很高，就是说你要全身的力气去唱。降落是移到另外一个频道吗？降落有人降落吗？没有，要吃兔兔补身体哦。追生者伊拉塞，欢迎你们，欢迎大家然后已经有人发现我们冒险者公会9月份驻唱，9月初就出现猪猪了，眼尖的观众，谢谢你们。然后真的没有关系啦，因为冒险者公会目前安排的时间很像都是礼拜4跟礼拜日的部分，对，那这2个部分刚好隔天大家都要上班上课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不要紧，就是猪猪出现的时间大家如果也不方便，真的没有关系，好不好？因为本来就是希望大家还是以自己的生活课业为主。好，如果您能来的话，对，我们可以现场订枸杞一个，不是啦。谁吃兔兔？柚子没有吃兔兔。我们这边什么？还是老公？我们这边讲，今天开台睡觉，不行，我今天我已经死线超冷了，不行，不行，再死线下去了，好死不死，今天姨妈来，我本想说今天的歌回差不多就到一个断点，然后在今天包含今天的以前的那些歌回筛选一些觉得唱的还可以也可以的部分，然后也可以把它丢出去。好老舍，乌古基伊拉塞，欢迎你们！好快又出现猪猪了，对啊，主唱记得大声一点，应该上次的谢谢你们，谢谢，就是那个在我结束的时候，好像也有看到长官在提醒猪猪，下次猪猪会稍微再放大声一点，好不好？死线也可以嘛？真不想做死线超人，但好死不死，就是比较重大的，例如原创曲，还有一些企划都压在这2个礼拜真是的，就是还是得死线一下。24号伊拉塞，24号出现了。喝红糖水嘛，有啦，这些东西我其实肚子不会痛。我其实因为1年4季喝温水，基本上已经练就了，基本上姨妈揍我怎么样都不会痛的体质。对，但是就是会很累，使不上力的那种。没有吃兔兔。所以我们前部分我们先把也可以再 run 个1-2次，然后应该就差不多了。我看一下后面借我清唱一下，你们就当就是工作台挂台哈。果然歌曲的熟悉度很重要。
当时间不以你同行的领悟，贴心的让你返回上一幕，还有那热烈的曾经伴随着你前行。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锁上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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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老朋友，还有一口痰卡在我喉咙。我还有ございます阿恰，他啊，我知道你可以穿兔女郎装吗？谁要穿兔女郎装？还要穿什么过去？好像那个约会盛装打扮那样，他娃娃。好啦，你们有听到那个就是他娃还有长官帮我们截取的那个港都电台的那个，就是这次大宝老师很贴心的帮我们剪辑了港都电台的母片，然后就丢过去，然后丢过去之后就是他娃跟长官有帮我们剪辑在 DC， 然后我也有发推，哇，真的是在我们南台湾收听率第1名的港都电台出现我的声音呢，我那时候其实整个头皮发麻，然后笑到不行，打算和其他牛鬼蛇神联动吗？也没有不行，对，没有不行，对，只是我自己因为开台时间比较鬼畜，对。不过我们礼拜5要去欧达家玩哦，先跟各位预告一下，礼拜5就会过去欧达家一起讨论台语，好不好？对，我们一起过去跟达达玩，好，去找欧达一起讨论台语这样子，好。因为欧达最近好像开启了就是对他而言比较辛苦的一个计划，算是台语歌回之类的，所以他很努力的在学习一些咬字之类的，我觉得他超厉害，就是求发音正确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棒，很佩服，因为台语的发音真的很重要啊。我精明干练呢对，然后后面就是大宝老师就很鬼，然后很皮，就是知道说，因为他常潜水我们台，所以他知道我们台的风气大概是什么，他也知道我常打错字会嘟嘟嘟，然后他就故意把那个嘟嘟嘟的音效放进去，然后后面就配上我的精明干练，结果到后面嘟嘟嘟嘟嘟港都电台，我笑到快疯掉了，对，就觉得哇靠赚烂呢。然后业务经理才跟我讲说，对啦，送给你们的啦，原本这个东西是要加什么10%的服务费，我就哇经理谢谢，超开心。对啊，港都电台真的太神了，是不是？柚子有上过港都新闻是不是？对啊，因为柚子也在南台湾念书嘛，那一定也知道说港都电台在南台湾收听率真的是南霸天了。辛苦了，要教他台语。其实不会啊，因为我觉得我也是从不会到会啊。对，所以我觉得很期待礼拜5的联动。小小哥一拉塞，确定老师只是潜水吗？哦，对，他变成你们的友军了。他现在越来越坏了，他现在已经坏到不是自己了。云天一拉塞有学习过台文吗？发音有受过老师矫正，希望可以交流一下吗？好，发音选股有机会的话，也谢谢你过来低台，好不好？对，听说这个后面如果有放就是港都电台的这个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是如果真的要衔接的话，通常是要加10%的服务费。那业务经理对我们多好，对本频道多么的优惠，是不是？对啊，经理直接送我就经理，我的超，走到哪天伊拉塞，4年前的事了，不怕困难伊拉塞 ，OK， 不怕困难，我的也可以，也不怕困难我们再来让一次。我刚刚的也可以是唱第一次吗？我刚刚应该还没有再唱第2次吧？我们来再让第2次吧。午安，这个是赫鲁斯伊拉塞，欢迎大家。我今天软烂的，我先把也可以解决掉。然后我的基本上自选曲应该得是卡架，家己的歌家己唱，所以我先软烂的把也可以先解决掉哈。期待驻唱是大人烧神教，谢谢。
对，如果说我们下一场的驻唱就是刚好9月8号嘛，是9月8号哈，记忆力不好。9月8号，如果刚好你也有时间的话，欢迎。对，9月8号。对，而且很巧的是，猪猪的上一场是我们二胡老师小二老师哦，哇，你们可以在驻唱现场直接听小二老师拉二胡，我觉得真的是很风雅，你各位整个变得风雅了起来。刚才只有一次带伴奏跟练习，好。天哪，我以为我唱第二次了。风尘学长，这个大家都没变坏，只是展示自我。喜沙蛙哥，好个展示自我，然后就把刀架在大宝老师脖子上嘛，我知道哦，我都知道哦。第二次会有点恐怖吗？为什么第二次有点恐怖？第二次什么东西有点恐怖？啊，对了，我差点忘了问，我们刚刚也可以的，卡拉 OK 的 balance 跟我的人生高矮 echo。いかがでしょう？合ってるのかしら？バランスがいいのかしら？我的刚刚的那个，总之那个平衡还 OK 吗？对，差点忘了先确认一下，不然等下交出去给人家那个伴奏太大声，好笑了。只会在听唱被你妈妈做成生鱼片吗？哦，没有关系，就被妈妈做成生鱼片吧。不是，这天是我们嫁不是？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什么时候嫁过我们 double 老师？把刀子架到他脖子上了，哪有？balance 也可以吗？好，既然都这么可以的话，我们就来上咯。大概我发现最近其实这首歌大概从7月开始去熟悉它到现在，还不是说真的是太熟悉，因为一首歌要熟悉其实没有这么快啦。即使你常常去唱它，有一些细节要去处理也真的是不容易。不过已经8月27了，我们真的这个也可以，不交出去的话真的不可以了。再不交出去变成不可以了哈。李行伊拉塞，上礼拜访谈老师哦，就刘妈，我知道，只能说感谢老师的赏赐。欢迎来到是汤姆先生，汤姆先生谢谢除了有杂谈那种歌杂绘图台语感谢汤姆先生，我先帮你置顶上去哈。我又没办法置顶了，因为我又把那个账号切回来了，你等我一下哦。把账号切一下。我看我切回来，然后也可以就不见了。那没关系，也可以，还是可以再出现。好，我切回来之后，然后我把聊天室再关掉呢一次。关掉一次之后，然后再弹出 OK，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置顶了哈，权限应该就回来了。やっぱり。我们将这个汤姆先生的这个留言先置顶上去，然后等一下我练的差不多之后，我再把我们这次原创曲的听歌的连结放上去。对，好想睡觉。OK， 来吧，我们再唱一次，唱到满意也是可以的哈。对，今天整个就是唱到满意就可以。来 ，Let's go。怎么会只剩下自己，还不想认输，用尽力气，用笑撑住，说好这次不许哭。怎么会连难以呼吸，还不说痛苦，武装自己，从不失误，这比任何人无助。当时间不为谁而破离，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
情绪性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哎，可愛いなさい。你怎么会在你下面还不说在乎？浑身解数，想要逃出，却什么也留不住。当时间不为谁而破灭，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刻骨心底，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走向情绪性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让时间赋予你同行的领悟，也深刻让你返回上一幕，还有那热烈的曾经伴随着你前行。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走向情绪性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完蛋了，伴奏要小声一点吗？已经来不及了。结果伴奏要小声一点呢。大家好，我是伊拉塞。好，欢迎大家。其他地方还有，就是那个热闹的地方太热闹了。好 ，OK。结果伴奏要小声一点。高知老师伊拉塞，恭喜伊拉塞，欢迎大家今天来玩哈。好，反正我们今天可以无限 repeat 哈，repeat 到都可以的时候啊，我那无地自容的口水。好，伴奏太大声，也可以再唱一遍啦。好，我们唱到满意为止哈。那么好，我们再try一次，这个伴奏把它弄小声一点，应该就比较没有问题了。就伴奏太大声。好，喝口水。马克先生伊拉塞，今天是也可以歌会。不会啦，等一下我们会切换成卡甲哦。然后这一次非常感谢阿印师跟马克先生，在那个冒险者公会帮猪猪完美的裁切了7等份。与其说7等份，因为阿印师得标了大概3、4等份啦，所以总之。我第一次看到就是大卸7块这么漂亮的大卸7块的方法嘛，不愧是大厨啊！掌厨的是阿印师吗？还是说马克先生也有切割部分？还是说基本上拿刀子的都是阿印师，然后马克先生只是在旁边就是辅助，就是拿稳拿好这样子。总之辛苦了，对，因为7倍裁切真的是不容易。塔斯卡鲁你好了吗？可以再拼可以再拼一天是不是？我今天好软烂哦，迪卡放松台嘛，直播睡觉台。我今天好了，也可以的话，可能软软烂烂的方式应该是还不错。
不过我等下咧卡架，看变怎，带咧等。对呀、马克先生很厉害，然后广义先生也很厉害，大家都是你们的超哦，我们的7倍裁切超人2人组这样哦。吃药后也会啊，艾克啊，你还好吗？你是感冒吗？啊，注意身体哈、大家注意身体哦。我是生理期来了，我的那个精气神都会被吸收，鼻子低拉塞，地府灵拉塞。来，我们把弹奏切换成刚刚稍微再小1咪咪的模式，再唱一次哈。腰痛、止痛、肌肉松弛，哇，要吃这个好辛苦了，这个基本上身体会变松松软软的，也没有办法。更硬劳马克，我的超，等一下更硬劳是为什么？小店总裁，请问那个更硬劳是哪来的？更硬劳怎么回事？已经很硬了，然后还要更硬这样子。卡夹的慵懒版哦，不过卡夹这首歌其实我们有起承转合啦，前面真的是被梦怎么讲？被梦唤醒嘛，所以一开始老师是真的要我唱成有点那种慵懒的感觉。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试看看。时隔4天又听到老婆的声音，软绵绵的让我更爱上你了吗？好不好？谢谢雅晨，谢谢你们此刻的专情，好不好？硬啦，硬还要更硬，这样子是啊，硬是。好啦，再陪我也可以一下。结果刚刚的伴奏居然太大声。修先生，你还好吗？我们的 HR 先生，可以的，我们今天就唱到满意也是可以的哈，硬好硬满。好，来，我们再来也可以一下哈。光老切比较多，你有切，但直刀这个刀会好，真的吗？好，马克先生，好，总之也谢谢你陪伴我们阿印师在那边切半天哈，而且阿印师他真的是照着猪猪衣服的纹路切，我天哪，到底是要不要这么鬼？切的超漂亮的，all in 了，就可以啦塞。好啦，我们今天软绵绵的也可以也是可以的哈。我到后面都有一口无地自容的口水。就算多难舍的泪，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随口说说的呢，此刻伊拉塞，欢迎你们大家。好，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没有看到的。好 ，OK， 好，我今天昏沉沉的，可能有些留言如果没看到的话，再多刷几次。好，来吧，也可以再一次吧，再一次也是可以的哈。好，这样的 balance 应该是可以了哈。怎么会只剩下自己，还不想认输，用尽力气，用笑撑住，说好这次不许哭。怎么会连难以呼吸，还不说痛苦，武装自己，从无失误，却比任何人无助。当时间不为谁而破离，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锁上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
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怎么会一再想念，还不说在乎，浑身解数，想要逃出，却什么也留不住。当时间不为谁而破离，让爱延续下一期，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心底，不留一滴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锁上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当时间赋予你同行的礼物，给心歌让你返回上一幕，还有那热烈的曾经伴随着你前行。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锁上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好，软软的也可以，也是可以的。谢谢大家。无限先生伊拉萨，Kimo 伊拉萨，我们来切换一下。我刚怕我说，生理期已经很没有精神了，不过就是还是稍微要补充一下热量，所以，但是因为唱歌的关系又不能吃太饱，所以我刚刚还是选择了代餐，毅然决然选择了代餐。一下，康当跟伊拉萨，唱歌好好听到主播你好，请问直播间在哪里？盛虹麦底下，麦底下假鬼假怪。盛虹我跟你讲，你送迄虎虎的礼物，我已经交给伊啊，我已经交给伊啊。感谢你的支持。我们谢谢盛虹，就是去日本的时候有带那个一些小礼物给猪猪跟虎虎，然后我们昨天聚会的时候，猪猪已经帮您转交喽，好不好？对，虎虎已经收到了，他很开心。老婆爱你。彩彩说啥呢？你婆阿印师啊，他会躲起来哭哭啊。代餐哦，对，阿克啊是，喝的那种用泡的，基本上里面就是有丰富的蛋白质，有点像健身在喝的一个营养补充品啦。对，不过健身要随即喝的那个甜度超高，所以我那个反而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你重训过后，其实你摄取甜度高的东西，基本上是对肌肉生成是有帮助的，但是你不能摄取脂肪，要摄取高甜度的东西。但是有些那个高蛋白的饮品，甜度真的是高到我真的是喝到会头晕，对，所以就比较没办法。可是妈妈前阵子买回来的代餐就还不错，它是酸酸甜甜的，然后又很高蛋白，对，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对，至少唱歌的时候补充一下，然后又不会太饱，一直想打嗝。有啦，还是会要打嗝啦，还是会有想打嗝。开始运动了吗？
在玩输音全职游戏，2天下来全身酸痛，太久没运动了嘛？哦，没有关系，对对，有一点乳酸是好的，持续的话，基本上乳酸就已经不用害怕了。后来后一首歌，咱来唱卡甲好了，好赞哦，这样的代餐很赞啊，就是其实代餐现在选择性很多，因为现代人太忙碌哈，有时候真的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代餐其实现在基本上需求量还蛮是觉得是有这个市场的啦，就很怕唱到一半打歌，对啊，整首歌就挂掉。来，我们把我们老师做的现场伴奏版本，把它开出来，来喽。千年的古井，送来予梦拍醒。历史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自爱的初心。我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条来底，面线放开，缠着烟水。我的心紧注意，行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芳味。真工事，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迷茫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存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千年的古井，送来予梦拍醒。历史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自爱的初心。我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条来底，面线放开，缠着烟水，去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行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芳味。真工事，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原来情感无常，只在我迷茫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存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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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睡觉哦！真对不起这首竹鸡哦，这边就爱困的哦。阮爸讲卡遮会红，我想伊读册的时阵的苏养文追到重考呀，真假的啦！谢谢长官爸爸，一起睡觉，嘟嘟嘟！我觉得一定是因为
后面的房间实在是让我太想睡觉了这样今晚就爱困完全没有力气我在驻唱那天晚上啊，哇，整个力气丰沛的嘞。我那天晚上的卡架就是，可惜没有办法截录下来不然就可以直接用那一版本比较铿锵有力的版本不然今天好想睡觉。今天听到 live 版吗？猪猪还是唱的这么棒，你确定吗？哎呦，八一选股，谢谢你，非常的客气。基本上今天这一次应该是唱最烂的一次，难怪人家说驻唱晚上唱比较有 feel。对啊，晚上唱整个声音是打开的，然后比较有精神希望你妈妈不会看直播也谢谢牙晨很像有推广给妈妈，对，谢谢就是最近有帮猪猪把卡甲这首歌推广出去的朋友来，这样你看又在打嗝了，注意一下。对，我当时唱盲镜，我唱的是盲镜，不过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就是给尹春兰老师校正一下。他没有抓我们的盲点然后之后我们就是这首歌发行之后，然后有一些就是朋友有反馈，就是说，猪猪这首歌真的很棒，不过就是说他说那个梦境应该是盲点，对不对？然后我想说这样该怎么办？对，然后可能我过去跟尹春娜老师登门拜访的时候，我是想说9月早一天过去跟他谢谢，我顺便再跟他问一下盲点跟盲点的部分，对。所以到底是应该是安娜，那不然听上去就是震撼吗？谢谢，我下次会选在我生理期走了之后，比较铿锵有力的时候，把 live 版呈现的更好，这样。回光返照时间也是有可能，这个应该是他们说错了吗？哈哈哈，等一下注音歌一等下，镜盲镜应该是镜吗？盲镜，等我一下镜盲镜，这就是我所希望的盲镜，应该是这样才对，对不对？镜。所以不是镜，对不对？好险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镜。所以这个镜对不起，这个可能又让大家炸耳朵了。这个镜，请问也是合口音吗？如果是合口音的话，我可能要把我的嘴巴收回来，这样就变成说咬字的话，我后面的那个，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我一开始是这样唱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是合口音的话，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变成要这样收是这样子了。对，最震撼的是四强跟唢呐也是那样发，他们说的比较像镜子。谢主播吗？结果不是合口音。我在那个好，我到时候我再跟尹春老师再确认一下，然后有点大声结果不是合口音。等一下镜。等一下，对不起，又让你们炸一下，我拉错条。镜，盲镜，要合口音的字尾是 n 跟 p 所以镜，所以这个不用合吗？突然听不到了，就是现在在说什么？镜，等你镜，那我直接打梦境看看好了，等我一下镜。梦境，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这样对吗？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这样对吗？这样才对吗？你们可以可更换式耳膜，好，换一下。伟成伊拉赛，之前霹雳里面有什么极境口径，猪猪有没有
景，口景。对了，对昨天的那个，我有就是非常关心，就是我们台语这块算是本土文化的，在日本的那位这个学姐，她昨天也有很开心的跟我讲说，闽南语3个字消失了，变成台语了。对，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所以不用改吼，不用改成盲囝吼，吓死我！我想说 ，Oh my god！ 因为我们就是这次录出去的是盲囝，对，然后就是有热心的朋友就是纠正说是盲囝，惊到要死！我想讲啊，合唱嘛，我想说天哪，众说纷纭，我还是以很春安老师的那个校正为准，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别再去改之类的。好，傻眼现在要全改就对了，不用改啊，不用改。基本上我们这一版本的尹春老师校正过，基本上应该是算是比较符合教育部版本的啦。对，好，这个是想睡版的卡架，我看一下晚一点会不会稍微的比较有精神。刚刚说错的是镜子的镜，镜，照镜。也就是说，之前有热心的朋友要我改成镜，可是那是镜子的镜，并不是梦境的镜。镜到要死，我想说啊，唱嘛，这个音不一样，整个是牵一发动全身哎，好险，对啊，还在想说哪里有错，因为有一些，就像我之前把那个从松跟从胸搞错了，我的想讲是海熊滚的胸啊。所以我一开始是唱从胸，不过尹春丹老师的讲不是从松，然后我就想说2个字我也搞错了，这样。闽南语跟台湾跟否定历史的事情。Hello， 马奔先生伊拉塞。好，来，我们回到我们这个软烂的房间。我们今天就是一直用不一样的心境去唱，其实不一样的心境，你去唱一首歌，感觉是会不一样的哦。所以我今天是觉得说，我今天的配信可以疯狂 repeat 这2首歌。牙医师出现了，伊拉塞。我们如果今天是，我们待会啊，我们待会在唱卡加的时候，把这个背景换成这样的风格，不知道会不会在吓趴，不知道会不会在吓趴哈，然后那种霹雳的感觉，整个重现这样子。盲境这个词频上比较少听到，自己不知道怎么讲。我也有很多其实专有名词台语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去说。今天真的好慵懒吗？超级慵懒的。我今天只要生理期，我就会变得完完全全。我的每个月慵懒限定就献给生理期，不然通常基本上就一定跟你们呛来呛去的，但今天完全没有精神。伟成伊拉塞3个月，谢谢陈竹杰的陪伴，会继续支持猪猪。好的，谢谢伟成，谢谢。我还有ございます，亚斯先生，你又被你和气的日本友人盗账号了哈。还有就是key 要注意的是。的子音特是送，把气送出来咬字，key 这样key 不是key 对不对？key 要把气送出去key，不是跟我来气，好谢谢，这首歌我们。慢慢的，就像这样把它更加的把它完整化感谢大家，就是这首歌其实为我带来很多，其实从3月开始就已经这些缘分就已经慢慢的一个牵一个连起来了，对，只是就是在8月20号我才知道当天真的是大好日子对，当天就是很开心可以选在那一天发表这首歌。那天真的是，我只是想说看个行事历，找一个8月底，让自己比较有余裕去进行这首歌。嘿啦，原创曲是还蛮有余裕的，对，但是之后要可能缴交一些金币奖的东西，完全变死线超人，完全就变死线超人。
要是现在不跟你们讲啊，搞不好突然睡着。会哦，今日限定爵士版的卡甲，之后我们可以来唱看看。提起，气送不够，就是唱成提起啦吼。好，气要先送出去。好，谢谢，我们慢慢来完整这首歌。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曲调切回来也可以，也是可以的哈。打个嗝。好。然后我这首歌发出去之后啊，说真的，就是也是获得了很多，就是说有在研究台文正字跟台罗的朋友的关注，然后很开心的是，很像还有一些外国人在学台文正字的朋友也是有，就是透过他们的朋友，然后来传达说，就是这首歌他们很喜欢，然后也很支持之类的，这个也是我觉得超级开心的，对。然后不管是圈内圈外啦，因为其实我自己在这条路上想要推广文化，本土，特别是本土文化，其实真的说真的不是这么容易。但是我觉得，即使不是这么容易，我觉得也是很幸运的是有一群支撑我的观众在这里。而且很有趣的是，其实因为文化这个东西，基本上你不分说你在 B 圈还是动漫圈什么的，只要有些人他们是真心热爱台湾文化的话，即使他们没有在看 B， 他们还是会来订阅，只是他们不会特别来看直播。我频道里面的这群人就特别的多，这个也是我很感动的一点。也就是说，其实或许在 B 圈本土文化不好推，但是呢，肯订阅的人其实不少。不过大部分他们都是补档派，就是说不太会来跟这个直播。对，因为毕竟大家基本上这个时间其实还蛮鬼畜的啦。对，这个也是我大概近半年还是1年，在我后台观察到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该怎么讲一个点嘛。对，就是本土文化其实台湾人会看，对，但是 B 圈的人，你说要看的人或许不是那么多，所以基本上圈外的人接受度是高的，因为这个是属于台湾的文化。对，所以就我的频道其实迎来了很多或许不看台但是热爱本土文化的人，这个也是我很开心的。不管是软绵绵的老婆，还是相爱相杀老婆，骂倒的老婆，还是捧的老婆，都喜欢吗？我期许我今天下午可以渐渐的恢复精神。我的天，我的力气全没了。的确是这样哦。汤姆先生，午安吗？午餐吃嘟嘟可以吗？我不要。我看到大熊还没，不晓得为什么，我突然想到我的置顶还没有置顶上去，你们等我一下。看到大熊还没，想说来顶一下，应该是笑笑哥才对啊。感谢汤姆哥的置顶，谢谢汤姆哥。那现在我们要把我们这首目前现正宣传中的卡甲这首歌的置顶链接要顶上去了哈。可以让人 cover 吗？请欢迎尽可能的 cover 它，谢谢。请尽可能的 cover 它，尽量的翻唱它，因为我们老师特别做了那个是什么伴奏版本，也在猪猪的频道，你们随时可以取得，就是想要让大家翻唱 cover， 好不好？如果说选股你有这个兴趣，我会很开心，也希望大家之后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老师可能因为他希望这首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或者是说翻唱机会可以提高之类的，老师也在着手一些这样的计划。好，对，但是我们就是近代老师又有下面快出头，我们老师出头真的就多，我们高追的 double 老师已经出头真的就多，就刚下一耶。我们 double 老师真的很可爱哦，很多鬼点子啦，他真的是活脱脱的一位艺术家，很厉害。好，原创曲卡甲，我把它置顶。原创曲，卡甲。我们一开始原本想说，我原本是跟老师讲说，天哪，卡甲这2个台文正字不晓得，就是我放出去大家看不看得懂。我原本想说我是保守一点，我就说继续过来国语的叫做竹鸡安呢。然后大宝老师说唔免啊，你就把这个交鸡这个卡甲的正字放出去，然后反而会
让大家有兴趣想说啊，继续刮起瞎回，对，反而会想说啊，这个歌词怎么这么酷啊？就这个歌名是什么之类的。我就想说，哦，好，果然音乐人跟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实在是太老实了，所以老师就跟我讲说不用改，你就把正字直接这样放上去，对，真是太棒了，还好没有改。老师，我的抄，他啦，我的抄是我的抄，扫地的，好了。之后会开放伴奏版，伴奏版现在已经在我的频道已经有了，伴奏版其实在我频道是看得到的，我看一下。你们到我频道首页，到我频道首页，然后音乐影片的那一栏，其实基本上就有一个是伴奏版的部分。好，但是这个版本，因为老师其实伴奏版做了还蛮多版本的，所以我现在贴给大家这个版本是在我频道上面可以让大家尽情的去练歌使用的这个伴奏的版本，这样子。浩浩伊拉塞，浩浩老师，我现在看到浩浩老师，不晓得为什么都会想到 Okinawa。都会想到很冲绳风格的老师，什么叫你捡垃圾盒、泡沫盒？觉得大王老师做的决定很好啊，是马克先生，对啊，好像有纯伴奏跟卡拉版的嘛，然后基本上，老师上次有透露了哈，卡拉 OK 版本目前我们在就是进行中，好不好？所以之后也会有卡拉 OK 版本的，像在礼拜五老师有先讲了，那这应该就可以讲了。对啊，有卡拉 OK 版本咯。之后欢迎大家尽可能的喜欢这首歌就尽情的传唱吧。对，把这首歌传唱出去，我会很开心的。好，我们再来一次也可以，也是可以的吧。然后今天再用今天的歌回，不应该说今天的无限履辟的也可以，寻找出真的比较可以的也可以，也是可以的吧。好。再不找出来就不可以了，对，再不找出来，已经不是时间的问题了，是完完全全大迟到的问题。好了，也欢迎大家聚集在本频道，我是迪卡吞珠机，谢谢你们今天一起过来猪猪的频道。我今天生理期的关系，超想睡觉请大家多多见谅，我今天注意力各方面精神不好，注意力不好看字也看得很慢，请大家多见谅哦。来吧。然后也谢谢大家在猪猪8月20号那天，卡加这首原创曲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反馈。如果你还没听过，然后不晓得说我们置顶连结的这2个字是什么，欢迎点下去听听我们这一次的原创曲。然后如果刚好你也喜欢的话，请留下你们的心得反馈在原创曲下方的资讯栏。这次的资讯栏我真的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力量跟能量，谢谢已经留言的你们，好不好？感谢。好像对，那发矿泉水发矿泉水是吗？走出也可以，对，也可以。好，爱比比拉塞，好听一直听吗？好啦，我知道你们腻了，但是今天基本上就是要不断洗脑你们。好，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洗脑了，应该啦。应该，来吧，我们再洗脑一次也可以，也是可以的。喝口水。好听一直听，来吧。稍微把伴奏用下去一点点，但我怕等一下第2段又开始炸耳膜。怎么会只剩下自己，还不想认输，用尽力气，用笑撑住，说好这次不许哭。怎么会连难以呼吸，还不说痛苦，武装自己，从不失误，却比任何人无助。当时间不为谁而破离，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
紧闭，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锁上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我那无地自容的口水啊！怎么会一再的想念，还不说在乎？浑身解数，想要逃出，却什么也留不住。当时间不为谁而破灭，让爱延续下一起，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锁上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当时间赋予你同行的唯物，贴心的让你返回上夜幕，还有那热烈的曾经伴随着你前行。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锁上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不是，来，我们先休息一下，我要去换个绵绵，待会回来我们就真的转换一下心情，我们再来卡甲。好，等你哦。我先来钢琴乐陪伴一下大家。哎呀，等一下回来我们再来卡甲。好，猪猪先到下面摘花去。哎，是李野啊！我要回来了！李野梨，欢迎你，伊拉塞！谢谢李野梨，我有看到李野梨，就是在我们这次原创曲下方资讯栏也有留下他的反馈。对不起，大哥哥，谢谢李野梨带着他们家的金玉伙伴们降落喽！谢谢小望尘，谢谢一条恩娜，然后谢谢小小羊羹，谢谢 Will。然后谢谢巴尼拉，然后沈月有的蒂芙琳哦，谢谢你们帮我一起欢迎李野梨的降落，李野梨谢谢你们，谢谢。今天的猪猪非常想睡觉哦，真的是提不起精神的每月一次限定生理期，对，然后因为前一阵子真的又让自己太忙了吼，所以我这次生理期的疲乏感觉有点加倍，对，就是有点。被自己弄到，然后姨妈虽然说像揍我不会痛，对，但是她加付给我的是更多的疲劳感，这样。
谢谢李叶梨，谢谢，好开心好开心。哦，感谢。然后现在我要先去摘花一下，等一下回来我们要现场来浪一下我们这首原创曲卡甲，希望我的精神可以稍微恢复一下。好，谢谢你们，我先去摘个花，顺便换个卫生棉，好重要，马上回来。好，也谢谢阿豪。好，我马上回来。四顾摩多鲁嘎啦，你们先享受一下我们钢琴版本的卡甲。好，享受一下我们钢琴版本的原创曲。那如果刚好就是说，我们有新出现的观众，或者是被可爱的李野梨丢进来的金玉们，如果刚好就是你们还没有听过猪猪的原创曲，好，猪猪在这边大力推荐大家，欢迎点点手指到上方的资讯栏，把那一首它的歌名非常特别的卡甲，竹鸡，它其实是国语叫做竹鸡，然后台语叫做卡甲，然后你们所看到的交鸡两个字其实是台文正字，好，旁边也有台文的罗马拼音，好，这个就是欢迎大家也一起认识我们在台湾最棒的台语，好不好？然后如果刚好你听完之后也喜欢这首歌的话，请务必留下你的反馈，在我们首播待机室，已经不是待机室了，是我们首播影片的下方资讯栏，让我知道，好不好？谢谢你们。楚建安，耶！这位是蓝景辉，是不是？感谢坐着李野梨的班机降落。トミコちゃんいらっしゃい。後でまたオリジナル曲歌いますね。今トイレに行ってきます。戻ってからすぐオリジナル曲歌いましょう。それではまたね，我们马上回来哦，马上回来。我整个人都醒了，我真是。
整个人有醒了，有醒了。哦，我刚刚被某一个奇怪的东西吓到，我想说什么东西啊？没有啦，因为我妈很可爱，就是总之她前2天拿了一颗就是会飘的黑色气球回来，然后因为有灌了氢气，就是说气球会飘，然后总之就是基本上就是灌了氢气的气球，然后她也不知道放哪里，反正就放在我房间。然后通常那个气球就是因为怕它飘走，所以就都会下面会挂着一个什么铁片之类的吗？然后那个铁片，反正就是基本上就是气球过2天，过2-3天，它渐渐就会消气嘛。然后原本从很高很高的天花板，然后渐渐会落在可能就是说，我的身高跟我同等高。然后到了今天呢，它整个就是已经趴在地上，完全已经快要没气了这样子。对，然后不晓得为什么刚好像随着冷气随风飘散，然后我一打开门，它那个状况不晓得为什么就很像一只黑猫，你知道吗？我想说奇怪，我房间什么时候多了一只猫呢？不对，对，是那颗气球，吓死我！先说我是毛牌的，对，我是毛牌的，我只是突然被感觉很像类似一只大猫，对，一只黑色的猫咪的那个形态吓到，整个人都醒了这样。那是嘎爪嘛，修过多啊。对，我突然醒了，被气球吓到，对，一吞入了。这个是，烤肉酱先生又出现了，伊拉塞，欢迎，伊拉塞。黑色流星，黑色恒星的吗？拜托不要，拜托，对，这么大，因为它那个有点大，它那个已经是黑猫的大小了。那是真正是嘎爪，我真正，我魂飞魄散。对，又是会动的哦，我真的刚刚被吓到，精神力不是那么好，很容易被吓到。好，来吧，我们想睡觉，来踹，但是后半段可能会没有力气。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这样子应该比较正确嘛，对不对？我决定要动动我的身体来唱这首歌，对。好吧，农历7月被气球吓到，对，真的还蛮合理。这么大的嘎爪，连家都不能待了，我也这么觉得。马上通报那个科学什么专家之类的嘛。对，这么大的蟑螂，会不会反而害我就是发大财啊？发现了超大的蟑螂的。高雄喷药喷得很勤嘛，出门都步步为营嘛。还是得喷啊！谁叫我们台湾是他们的温床吗？对呀，你看发现了这么大只那种远古时代的嘎爪，基本上应该是可以通报就是科学家了，对不对？嘿，好啦，但是好不想要哦。来吧，我们来试一下，今天有没有办法慵懒的把它起承转合？来吧，千年的固执，煞来予梦拍醒。必须的泡面，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自我的初心。我是个女性，一直到我拄着伊，大条来底，面线抛开，缠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行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芳味，真工事，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只在迷茫时。
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关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我那个啊，后面发现某音要收，反而我可能要瞧一下。千年的固执，煞来予梦拍醒。一丝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带着来的雨伞放开，牵着烟线，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风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真讲是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可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迷茫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好，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我觉得可能要慢慢收了。谢谢大家。オリジナル曲でした。对，オリジナル曲でした。不过因为最后刚刚我们在研究那个梦境的境，母音的共鸣点有点改变，对，所以其实这次我其实还算蛮满意的。但是在第一段，我可能待会第一段的部分，我们可以再来重新再听一次，唱到满意为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那请问是我的影片比较好听，还是现场比较好听啊？大家在软烂的今天，我的应该说 CD 比较好听，还是我的现场比较好听呢？是好，你们觉得呢？いかがでしょう？我喝口水，都好听，比原唱好，又来了，都好听，谢谢谢谢谢谢，都好听的是最好啦，请老婆唱现场，不要用播的。我刚第一段后面母音改变那个都已经有点出彩了，你还不相信我是唱现场，就是薄荷，谢谢谢谢，哦，很调皮呢，很调皮呢，你们，已经放弃猪猪，已经放弃请猪猪不要放 CD 了吗？不是 CD 啊，要不然下次你们把大宝老师抓来，他一定可以知道我的换气点在哪里嘛，对不对？听现场有趣的就会有一些小变化。对对对对，不是米娅老师，没有啦，不是放影片啦，真的是我在唱啦。我今天唱的这么软烂，真正是我在唱啦。一定要相信我，好不好？来，我们来唱一些不一样的歌，转换一下心情。好，然后我觉得也可以，应该就差不多了。我觉得也可以，应该无需再捋屁了吧？老师就算来了一个一起弄我这样，对，我相信大宝老师这样就是
基本上非常融入本频道哈，知道怎么迫害这只猪了。好，访谈节目当天，猪猪很好玩，嘿，都已经哦，好哦，猪猪好玩哦。好啦，这个就是老师非常变相式的夸宝啦，这个我都了解。对，我知道老师是友军的，老师一定会叫你不要用播的。这是不是就跟我昨天看着 LF 爸爸？爸爸，你知道我们3个人谁是谁吗？爸爸说知道啊，听声音就知道了。那我是谁？最精明干练，对，精明干练。爸爸，这也是台湾哦，爸爸。我昨天现场重现，我昨天真的是用这种口吻跟爸爸说：“爸爸，这里是台湾哦，爸爸。”爸爸差个被戏啊，精明干练，精明干练。然后下一句马上说没有吃兔兔，我说对，没有吃兔兔。那老师已经老手了，只是潜水长问猪猪的歌声，让变成正直的面线。对，我只能说我们大布老师真的是很爱大家，好不好？真的委屈 LF 爸爸。对，详情请看推特，没有错。8月，猪猪是出的非常可，哪有呀？我双眼非常非常的和善，好不好？看着他，爸爸，最什么？说清楚啊，这里是台湾啊，精明干练。先把手上的刀放下来，再讲一次。我没有拿刀，我就只有拿麦克风，好不好？对啊，我昨天真的超开心的。爸爸他真的是人如爸爸，真的就是一只非常可爱的青蛙，超级可爱。早知道你多休2天，每天都去吃海港。不是啊，南部的海港也有2间啊，对不对？你觉得猪猪应该不是肯定变这个了吗？哪有糖娃娃，哪是那个？一定就是我笑得最灿烂的那个啊！哪有 ？LF 爸爸被迫止于伊拉塞，我哪有胁迫他？我真的有问说，最什么啊？最什么嘛？最什么啊？讲清楚啊！好啦，离别总是来得这么突然哈。来插入一首阿妹的歌，插入这一首我永远都抓不到拍子的《离别总是这么突然》。离别总是那么突然，我在你留给我的人间呼吸着你的离开，我梦见自己的余生撕缠，曾破了生死相依，原来轮回只是一种思念，生死流转，从未迷途，因为思念你是我唯一的归宿。宿命是一支暗箭，速度是一种抗辩，爱你却无可赦免，这余生无人
归宿。我梦见自己的余生，似场曾破了生死相遇，缘来人回，只是一种思念，生死流转，从未迷途。因为思念你，是我唯一的归宿。离别总是那么突然，我在这首歌什么时候唱了胡须章？我知道你们说的那个胡须章，用心吟唱就是最美人嘛。阿里嘎多，兔奖伊拉塞，你看这位兔奖来了，我又没有吃兔兔，对不对？李雅玲，你说是那个胡须章吗？胡须章，我想吃卤肉饭。你们说我唱胡须章，哪里来的胡须章？哪里来的卤肉饭如此美味？我饿了，饿死了，住手！其实我真心觉得胡须章真的不错，对，只是它就是已经变成那种卤肉饭的 LV， 就其实我认真觉得它真的蛮好吃的啦，对，只是可能他想打出那样的品牌这样，胡须章。好啦，对，我们家观众不晓得为什么他们的耳膜只要每更换一副就会听到不一样的空耳，这个没有办法，这可能是更换耳膜的副作用，好不好？更换耳膜的副作用，谢谢大家。我们来阿妹的歌都 Q 出来了，我的妹啊，最爱的妹，我们来唱几首妹的歌太贵了，的确是贵了，对啦，就是如果说可以稍微再平价一点的话，我相信，但是如果他们想打那样子的一个客群，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啦。汉口老师出现了，伊拉塞，光宇正在吃哈，没有吃兔兔，除了太贵，对，已经在看外送平台了嘛，就是现在外送费低的时候，是，我们就是外送费其实有分那个该怎么讲时段啦，尖峰时段是稍微比较贵一点，那基本上也是鼓励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就是在尽可能在尖峰时段以外的时间叫外送。哪一首啊？你说的是哪一首啊？来吧。转过身就自由了，我却突然舍不得你露出无害的笑容，廉价的冷，放开了手的选择，那是因为爱太重了。我不要憎恨，再见让我来完成。坏掉的红绿灯，无声的陪伴我和你等待黎明。车窗外的雨洗刷了苦涩，涌上的每一刻，你的亲吻背叛天真。我承认，爱没再会完成，没再曾经发生。我是决定爱你的，我是真的
呐？啊 ，Big Seven 大赛，只有17块吗？哦，快叫快叫！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开始了开始了！啊，哒哒哒哒，孤独的路不怕冷，坏掉的红绿灯，无声的陪伴我和你等待黎明。印记播着慢慢的老歌声，涌上的每一刻，你的亲吻背叛天真。我承认，爱没再会完成，没再曾经发生。我是决定爱你的，我是真的快乐的，你能给我的并不多，然而一切很值得。我是心甘情愿的，呵护你不像个大人，你不需要懂，那么快乐我想也就足够了。那么快乐我想也就足够了。对，我还在跟你们聊天，都绿灯了还不差，对，都绿灯了还在聊天，莫名其妙就被逮捕了。坏掉的红绿灯一定要通报，对。啊！我就想说你们在聊什么，然后就开始了。好，就开始了嘛。对啊，好啦，来，我们今天就是努力的把，真的是死线哦，死线中的死线，然后就是疯狂repeat唱到满意为止，然后再来筛选。来，今天疯狂轰炸大家我的卡架，对，我们再用不一样的心情再来诠释不一样的感觉，来吧，又是一首卡架。到目前为止伴奏应该还 OK 哈。呼呼。千年的固执，煞来予人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交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条来的面线芳开，缠着烟线。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行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旁边，真甘苦，敢有需要我会去？抬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常是在冷冷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愿做我的起义关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我这首歌真的越唱越开心，越唱越喜欢，太棒了！千年的固执，煞来予人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交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条来的面线放开，缠着烟线，吸引着我的
的心赶紧注意，风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芳味，真甘事，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夜头看见这世间的种种，搁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是做我迷茫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关在，这就是我所期望的梦境。好，小乌龟拉塞，豪挺，谐音豪挺，豪挺。好了，我把我的麦克风稍微下来一点点，因为会挡到面部。哦，豪挺是吧？好了，75C 刚刚好啦，刚刚好的挺。AD 拉塞，燕琪和顶，然后梦仓。然后有小乌龟有看到你哈，如果没有打到招呼，可以再多刷几次。我今天有稍微把我的麦克风往上提升一点，我想说收音品质可能会稍微比较清楚一点。今天浪翔老师说的，他已经尽力弄成一个比较好推的风格了，虽然说吵了一点这样。对，应该说不得不说，我一开始给老师的 sample 真的，对老师就这人怪怪，真的是这样。这人怪怪呢，没有这么怪啦。闪灵的东西虽然说我不会唱，可是他们有很多那种民谣的东西很赞啊。哎呀，没有怪啦。然后可能又就是我是觉得老师们厉害是厉害在说，因为我们基本上这一首歌真的是，来，我先把我的 echo 关掉。就是像我在访谈节目的时候有聊到说，就是除了就是我提了就是一些可能比较民谣系或者是台湾比较代表性的一些，例如闪灵的这些乐团的一些风格的东西，然后我也特别去找了一些唢呐的一些可能表演的一些范例给老师听，说我想什么东西之外呢，因为好死不死我又很喜欢那种那种很西域的东西，你知道？对，所以我完全就是把一些很难拼凑的东西丢给老师。对，对，只能说老师们太强了，老师们真的是太鬼了。对，就不管是魏妃娘娘，还是毛毛老师、大宝老师，太鬼了。对，完全融合出最后，其实我们这一首曲子很快就出来了，然后猪猪试录的部分，就是我去唱它，其实也很快就已经找到感觉了。所以我们在录的部分跟还有作曲作词部分，其实是啪啪啪的，真的很快就出来了啊！但是就是我们中间有提到，因为这首歌是台语歌曲，好，这首歌是台语歌曲，所以我们有很多音的部分，我们要去校正校准，所以才特别去找到尹春兰老师这样子。对，然后尹春兰老师也很耐心的，我们大概一来一往已经大概4-5次了吧。对，就是我有一些音就怎么样，就是我就是觉得我可能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发音，然后老师就觉得很像还是要雕一下，然后就是疯狂雕了一些东西。对，所以就是才之后就觉得好险有雕，因为一开始如果说没有被纠正的话，万一这首歌发行然后关注度还不错的话，就会变成说你要反过来要去修正的东西变多了，反而很麻烦。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可能大宝老师还担心说我这边会不会觉得说啊，就是反复雕我会很挫折之类的。然后我有跟老师就是有表明说不用担心，我被雕习惯了，不雕才奇怪，就是希望是在上市之前能雕就雕，因为像这种东西一旦上市之后发行之后要雕很麻烦，超级麻烦的。所以我一开始看到就是有观众在反馈我说应该是惊忙惊的时阵，我吓死了，想说啊呵那边乱，但是还好到最后很像一样是忙惊啊齁，所以基本上就大家很热心啊，就是有一些东西可能对，就是还好，就是今天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好像还是不算是唱错，我就比较放心了。这样，布袋歌仔吗？这个我其实布袋歌仔反而布袋戏的歌以前小时候听很多，但是歌仔戏的话，我其实不是那么熟悉。如果你们要以范例的话，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的那首歌，其实，那首在最后的部分，其实有一些这种西域的感觉。我不知道，如果你们有仔细去听 Angela 的那首 Aurora 的话，它也是有在里面穿插一些，要不然就是。虽然说我提出的东西比较西域，但是呢，在我们前1-2年还是2-3年前很红的《鬼灭之刃》的那个风格，我也超级喜欢。我记得它也有，就是在不管是片尾曲，还是说他们里面有一些动画的一些中间有一些场景要塑造出比较悬疑的一些部分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超爱死好不好？爱死这种东西，得可以啦塞，西域风还是敦煌风之类的吗？因为我就不是学音乐的，所以我这顶多就是把我喜欢的东西叭丢给老师，真的是奇美拉。然后大布老师就看了哦吼，就他的那个口气就哦吼，超好笑的。其实这次合作真的很有趣，超级有趣的，就是很棒的一次合作经验这样。然后就跟老师说的，希望我们还有很多次的合作啦。君维伊拉塞，好美丽嘛，谢谢。那首的结尾很抓耳吗？大笨鸟伊拉塞，欢迎你，周建安安。记得对，月牙湾也有类似那种单，没有错。还有就是，如果说以 FIR 的话，《千年之恋》也是有一些类似。对，动画里面那个很磅礴的感觉，爱是一道光，泪到你发光的。对，没有错。迷いはいつもだだだだだださあ立ち上がるんだもう一度今君はだだだだだどこへ振り戻すただ白い未来我超喜欢的好不好？超喜欢，而且鬼灭它里面很多的 BGM 都有类似这种东西，我那时候喜欢到整个去把它学起来，超喜欢到不行，就学里面的那边然后整个音调都会给它过去的，这样超级爱。对，就标题 BGM，对，类似那种，没错，那种 BGM， 这种合作老师要更爱啊，真的有的只会丢文字，要老师通灵。对，所以。但是我这边其实因为也是第一次做属于自己的音乐，所以我就是范例能找就找。可是我觉得其实我自己这边找的范例跟文字也不是多么的多，但是老师就已经有办法去拼凑这些东西了，好厉害哦！而且礼拜5的访谈才知道说，他们每一个都已经做好准备，可能会被我这边可能打枪或退货，就完全都没有我是太阿莎莉了是不是？我是大家梦寐以求的甲方吗？大家梦寐以求的甲方。鬼灭广告破的 BGM 是刘妈，就是那种风格的东西。对，所以我其实也一下不晓得说那个到底是属于西域风格还是日式风格，因为不管是在可能印度西域或者是日本这边，我都有听到我喜欢的东西。
所以我一下子也不晓得是属于哪一个，反正就是混杂起来，全部丢给老师。和乐器乐团有很多哦，对，和乐器乐团的那个风格我自己也很喜欢梦藏，就是可以学会可以叼回去。对，我学会了，我下次要叼回去。然后就被加钱了。通常叼回去不是都要加钱吗？不是啦，因为我之前就是也跟大家聊过，说我在投入。为什么没有 BGM 了？是有了，有 BGM 了。对，因为我在投入这个圈子以前，我自己也是绘图的社畜啊，所以不管是接案子，还是说可能被编辑打枪的经验，实在太丰富了，实在是被雕的太习惯了。对，所以今天雕对我而言反而不是事情，但是你今天要我去雕对方，我反而不知道怎么雕。可能之前被鞭打的太瘦了，这样。礼拜五开学了，好快哦。好 ，Deco 辛苦了吼，开学了。坐等迪卡歌曲宇宙吗？什么是歌曲宇宙？什么是歌曲宇宙？汉格老师有仔细对台语咬字真的很好。克拉奇的歌大红之后，有很多人出来发音汉，他们有诚意找老师。对，就是其实这一点也是老师有跟我提说。像可能就是克拉奇的歌，可能大家都非常的朗朗上口，可是他们也是关注度高了之后，然后才回头再去矫正那些音，所以就会变得比较辛苦一点啦。对，所以不如我们就是先做好。所以尹春娜老师那边一来一往才花这么多时间这样。这个是这拉塞，老师会说得加钱。合理的修改其实不需要花钱，但是看当初怎么谈合作，的确是这样子。对，而且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说，应该是说我要修的幅度其实就没什么幅度。因为我每次老师丢过来的东西，我都直接回老师说：“妈呀，老师我跪着听，我不知道怎么修。”我最后都是回老师一句话：“老师我跪着听，我不知道怎么修啊。”然后大宝老师就哦吼，好，然后他就就是这个部分可能就他比较专业，就让老师去雕这样子。就像浪子宇宙三部曲，浪子回头龙溜嘞好，不晓得有没有这类的东西啦。对，好，不过呢，我只能说这个就是可能要靠我们资本主义的力量了。对，如果真的要有再下一首的话，可能我的募资又得开起来了。朱蒂卡这首原创曲，啪啪啪，圆满的干了，但是也就是很开心，就是让大家喜欢，而且真的是我自己很想要的形式跟风格这样子。出宇宙吗？等原创曲多了之后就可能会有了吗？我觉得如果有接下来的合作曲目的话，我相信老师这么有出头，他一定有机会把它弄成什么什么三部曲、什么四部曲之类的吧。我在想，要开，我还有电脑没做啦，只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大家会干掉啦。血条要开出来了，我们找一个良辰吉时，是不是要来开一下？第一部卡甲，第二部屯主，第三部囤积。为什么要有囤积？为什么要有囤积在里面？注重演唱会。まだ遠い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ういえば9月の時、说到这个，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活动啦，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你们的荷包给我准备好，我们9月没有意外的话，会有大告知，很大的告知，好不好？大到我就是要努力的去重训，对。可能就是热量破表，很大的告知，好吗？好不好？所以把钱准备好，准备我们9月份有很大的告知，好不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如果通常要专辑的话，很像是8首吧，应该是8首就可以变成一个专辑了。30号开学了，不要开学就学校，大家都要开学了。3D 画猪猪听起来也很棒嘛。走着走着就会饿消食物。没有，你们不是不好的，是好的，就是要很大，反正就是很大的告知，很大，然后不是不好的啦，不是，就跟你们讲说我的排程都已经排到明年了。然后基本上你们可以期待一下是什么，对，就是很大，对，
超大型活动，应该算还蛮大的，对。然后不跟你们讲，我不是主办单位，就是热量很高，对。我不是主办单位，反正我能够透露的就是钱准备好，热量很高，就是这样。终于要出万男主角联名礼了，难道被老师猜到了要跟你们讲吗？反正就是热量很高，然后因此我又要加重我的重训，可恶！要版的了吗？主是不是啦？对，反正跟你们预告一下，没有意外的话，9月中旬会给大家一个很大的，真的是还蛮大的，然后我也很期待，对，然后钱准备好，对，以免就是没了，对，对，就想讲，但是又不能讲太多，看来是满汉全席烤出工伤，好哦，就是大概就是热量破表，好大，热量破表，对，关键字就是重大工作告知，很大，然后要花钱，很花钱，然后热量破表，然后对，大概就这几个关键字。新的食物，这个我们就卖关子。食物希望是甜点吗？我发现雅晨好像也蛮喜欢吃甜点的耶，太棒了！不会要去高雄线下吧？不跟你们讲，对，反正这真的是相信大家会很喜欢的，然后也算是主办单位突破性的一个大尝试，很大的尝试，这样对。朋友说万峦乡是不是应该找猪猪代言主角？好啊，请来找我业配，我就是迪卡本人，好不好？中秋礼盒的话，猪猪已经固定每个中秋时节都会出。然后说到中秋礼盒，我们9月1号的这个礼拜，也就是下个礼拜呢，好，下个礼拜猪猪就会为各位高阶会员们献上我们的中秋礼盒了，好不好？我们今年度的中秋礼盒也是绿豆椪、精明干炼酥、老婆酥，还有我们这一次好特别调制的香菜千层酥，好，也请各位可以期待一下。那今年度我没有特别做 DM， 是因为我们家的高阶会员已经是团扇的数量了，再增加下去，我真的怕我会没有办法负荷，所以我就低调进行，对，低调进行就对了，低调的让大家吃中秋礼盒，但是我在做的过程还是一样会 po 照片啊，对，我们怀念荷包，对，是的，长官，我们荷包一定要满，因为到最后它会干，好不好？万峦乡空手要出手了吗？对不起的荷包，希望他够的东西。左前腿、右前腿、左后脚，这个无可奉告。总之热量高，然后我要去重训，对，然后有买到想要的吗？我死而无憾。但是我觉得你们应该不会猜到是什么，我觉得应该不会那么好猜啊。烤全猪，烤全猪有机会哦，有机会，已经接近了。烤全猪，对，接近了，然后热量很高，对，然后我又要就是密集的重训了。然后这位是汤姆吗？这个名字的念法不知道有没有念对，总之谢谢你。然后万峦猪手，突然想到认识做烤肉猪的厂商，汉格老师，真的假的？万峦猪脚赞啊！其实万峦猪脚真的很好吃我自己很喜欢沾它的那个蒜头酱油。你听不到什么啦？猜开太讲出来算低调进行吗？就是即使你们就是像在猜，但是还没有真的有人猜到就是什么样的状况的好吃，然后热量高，然后什么的东西，对，没有做低盐大肆宣传，还算低调吗？没关系啊，这个就是相逢自是有缘啦，就你们已经听到这样就好了，因为我相信有缘就听到，对啊，没有缘就对没听到，就是这样子。再多聊一下，差不多就要猜出来了。真的假的？不行，那不能再聊了。那把钱变成喜欢，对，反正就是把钱变成喜欢的东西。肯定是迪卡右腿黑丝袜，没有这种东西。汤姆还真的是汤姆我念对了，谢谢汤姆。没想到最近好多类似的工商，先别猜好了有什么类似的工商吗，宝贝？猪猪好像还没有时间去看。然后烤全猪吃到饱 ，LF 香，好，无可奉告。我们等到9月中旬，对，我们就对大的公告给大家。而且我想说，我那天我要开歌会，我要卖关子，
唱个歌舒缓一下大家情绪，再来公开。丁爷伊拉塞，蛋白粉嘛，缺德的三哥，我们就继续期待一下。总之就是因为要花的钱蛮多的，所以大家尽可能就是钱准备好哦。迪卡黑丝嘛，没有这种东西。再怎么讲，我也是穿白丝吧。这边个个都是通灵王，即使可能有通道，然后我就装死，然后就是滑过去，就是这个小被猜到了，就滑过去这样。好啦，就是跟你们预告一下，这个也是大概从年初就我们开始筹备到现在，总算9月份要公开给大家知道的消息。对，没有迪卡白丝吗？白丝在我的脚上好吗？白丝在我脚上好吗？对，白丝一直都在我脚上，好不好？对，这个白丝。而且我看到这个脚指甲，我突然想到昨天 Lily 老师有画猪猪的那个联名的指甲设计，猪猪的指甲，我看得超开心的。我还没有时间去补档，我真的超感谢的，真的超级感谢啊！感谢！而且我也跟 Lily 老师讲说，哇，老师真的谢谢你，就是愿意帮猪猪设计我算是专属的联名的这个美甲。等到老师画的差不多了，我想真的去把它做出来，对，把它做出来，具现化一下老师的心血这样子。我穿的是白丝哦，好不好？白丝好吗？给你们看个仔细。白丝，剩1个月能存钱吗？所以我才跟你们讲说，好，你们就先把钱存起来。对，老婆白丝有啊，什么好色啦？是白丝啊，什么叫会画？爸爸帮我画这么漂亮，就不给我一件胖刺这样？要红标了吗？好，我回来，我乖乖的。对，我不是黑丝，我是白丝啊。对，这个爸爸鬼斧神工。你看爸爸把女儿们都画这么漂亮，然后就不给我一件胖刺，你知道吗？主控福利吗？白露丝，主控福利，我们 QING 出现了。对啊，然后，我讲到哪里了？可以不要穿吗？你才不要穿，猜，用芋头塞爆你！我跟你说。好啦，就是总之呢，就先公告到这里。9月份有大活动，然后钱准备好喝水，安内就对啊，安内很好。至于是什么活动热量高，然后就是要重训加倍，然后很大，然后要花很多的钱，好，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猜下去，就这样。怎么我没有？是我穿的是，好啦，爸爸说是死裤水啦。然后莉莉老师奋斗到好晚吗？我的天哪！哇，真的谢谢莉莉老师，还会穿中药包的袋子，刚好可以撸起来。是诺，no 胖健康法嘛？对，我们爸爸认为 no 胖最健康，所以就不给猪猪一件胖刺。诺，昨天我们大家聚餐都好开心。对因为诺是在怎么讲，不是在我们这一区啦，所以就比较不方便过来。对，诺下次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合体，好不好？真正的，因为昨天缺了诺跟强吧，不然就完美了。还有露露，好不好？然后不晓得为什么有电话，但是应该妈妈帮我接起来了。中2878伊拉塞，好的878，我们这里就是我们讲一次就好了，尽量不要洗版，乖乖的好不好？然后星辰上完课回来了，伊拉塞，对，电话来了，我不晓得为什么。好啦，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通知，我就不敢把电话先切掉。对，寄来着，我今天已经把赖关掉了，真的。好险不是赖吗？对，赖的话，可能那个线上的大家又要开始检查你们，对各位手机是不是有人找你们？买不起 YT 会员办，没办法存钱。可是雅晨，你这个月是我们的高阶会员你这个月是我们的高阶会员万峦组长来电吗？
被你们发现了，我去处理一下业务这样子。不要，好啦，但是既然大家都在这边，来，我们相逢自是有缘，给你们看一下猪猪每逢中秋时节会做的月饼。但是我每次往下刷，可能就要找一下，因为去年我记得很像也是8月多的时候进行的吧。好，这个月饼的部分，而且是用猪猪就是自己手绘的那些文字去做成食品章，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如果刚好有猪猪的汇集的话，你们可以刷出的那些精明干练，还有烹，还有婆这些字样都是猪猪自己写的。之后呢，我就把这些字样send给厂商，请他们帮我做出食品章。对，我想说应该也是有些朋友没有看到齁。看一下哦。不好意思，这个是好其他的福利，对，这个也是我们高阶会员的福利啦。然后最下面是我第一次做的那个彩虹书吗？然后我第1年尝试的是猪体的印章，但猪体印章感觉不是那么成功，所以我第2年才改成我自己的食品章。有了，好，这个就是去年在做的过程中很成功。我精明干练呢。我精明干练呢。有没有？对，这个就是我们8月份的高阶会员可以获得的猪猪为各位制作的月饼，有精明干练酥，然后绿豆烹跟老婆酥的部分。好，然后最后会是这样子一个形式为各位出货啦。好，这个中秋礼盒我们下个礼拜就要来制作了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好吃啊，绝对好吃的而且我看到这个精明干练我相信线上的一定有一些朋友很像应该还没有听过我们在港都电台下的那些广告，对不对？来，我们大家在一起第一次，对，我们大家在一起第一次。我们在8月的23号的当天，我们港都电台有帮猪猪下了一个好开心。如果说我们旧面线听过了，我们在一起第一次虽然说是短短的，而且是大宝老师剪辑的非常用心，对，但是我们已经把它截下来了，对，感谢就是帮我们截下来的他娃娃以及我们的长官对啊，金明跟等一下好好选字啊，雅晨，是老婆酥，对啊，老婆酥、老婆饼那种感觉，里面有老婆吗？这我不好说，对，但是基本上是我满满的爱心第一次弄的时候，就在很紧张。对，我还很紧张，想说怎么办？我觉得我 PO 的很烂，就觉得说完蛋，想说我觉得我印的很烂，怎么了？什么之类的，就还好还没有放弃。来，我们一起来滴，就是我们当天的那个广告，我看一下我是截在哪里？有了，来一起来滴一下。大家好，我是台湾那我们再一次等一下，再一次啊！好。大家好，我是台湾 VTuber 迪卡豚足迹，我的首支原创曲《足迹卡甲》已经在8月20号在各大串流平台正式发行喽！港温港下罗兰哈，情感事，港有需要搁再提起。我精明干练呢。港都983好事联播网。我精明干练呢。我精明干练呢，我看到了。我就跟我精明干练我精明干练呢，而且重点是你们听到的我精明干练的那个嘟嘟嘟后面，然后刚好就这么刚好嘟嘟噜嘟噜港都电台。这个部分其实我有听业务经理说，其实这个是要加钱的好爽我们赚烂了就觉得好被受照顾超开心的。好，我再把我的钢琴板切回来。等一下，我想打喷嚏等我一下。
感谢 Equail 加入我们第14个月的主宰专员，谢谢你。对，就是有没有大宝老师很调皮的帮我把那个嘟嘟嘟的那个音效装进去，然后读完之后我就说我精明干练，然后之后港都电台继续帮我读，我觉得真是太完美了哦，真的好开心，好喜欢。里面有塞赖的 ID 的纸条啊？没有，丁也不需要哦。马上去加进自己的播放清单嘛。好的，小乌龟，然后我要追一下聊天室，精明干练都被嘟掉了。有料哦，对呀，我觉得超赞的，这个额外嘟嘟，对呀，决定要嘟嘟嘟。打喷嚏帮大忙，可是我还没打出来。办公室外面现在生产也在听港都嘛，说怎么？谢谢地茯苓。对啊，南台湾的广播南霸天呢，好开心。以前常常听到各个电台广播，它都会加上去，原来是要收钱的。对，很像如果说就是要下广告的话，然后刚好就是可能前面或后面，很像要加上他们的这些怎么讲，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这个。该怎么讲？他们港都电台的那个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原来很像要加10%的服务费之类的吧？我只能说业务经理对我们太好了，赚烂呢，是不是？还是要迪卡的另外9首吗？这样就可以循环听了。好，汉克老师，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大家就真的会被我榨干了，因为就是对，因为毕竟原创曲还蛮花钱的嘛，我是不是马上又要立旗了，然后又要帮大家集资，敲碗下一首，好哦，我们可能要用资本主义的力量推进下一首的进度哦，你各位觉得如何？我资本主义的力量，可是我觉得就是怕大家干掉，因为我们9月份还有很大很大的活动哎，这样集资起来大家一定会干掉啦。然后一首要30吗？什么30？你说一首的原创曲要30万吗？还是我们通常啦？如果说是以就是唱片规格的话，就是比较听老师讲说比较商业规格的话，一首是抓大概15万上下。如果是30万的话，大概就2首哦。对，就是2首了，可以先用原创曲的全部版本顶一下，一群干面。好啦，而且我们现在原创曲还是在就是现正宣传期当中，好不好？对，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宣传期当中啦，所以就是也谢谢大家敲碗下一首。对，不过就是除了资本主义的力量之外，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宣传我们这一首卡甲，好不好？对，你们真的要变成一群干面了。不玩，干爆了，需要30万，9首就要150万。一首来抓15万的话，1首来抓15万的话，10首的话150，差不多啦，差不多。全部的版本吗？应该都上了吧？下次回去播给阿公阿妈听，可以啊。我先把我的保险解约，应该就有钱了。好啦，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募资呢，我觉得现在我就是。我就可能这边会边观察，然后再边思考说要怎么去规划，会再跟老师讨论。对，那紧接着9月还有大活动，请各位就是反正荷包先管好，免得9月有钱要花的时候就没有你的，对，没有你的份这样子。希望有卡加的原版、钢琴版、狂想曲、纳卡西然后等一下，刘妈在讲干话了，刘妈0.25、0.5、0.75、1.25，好，1.5、1.75， 2倍速，好，这样就有10首了。好，我们就可以谱出一个专辑了，这样是不是？你不信你直接，你信不信直接被大宝老师打断腿？再出个，你们很懂看样子你们都很懂人家那个商业的那个手法哦。好啦，时间来到2点11分，我们稍微再轻松的再唱几首歌。来，商人就是要榨干一首作品的价值，淋漓尽致，
专辑可以有文化部的样子，很多乐团都有申请。是的，丁爷，这部分我们都有考虑进去哦。我们的确是有考虑进去的，丁爷，好不好？所以到时候再看要怎么跑，好不好？因为我自己的频道风格基本上就是走文化，然后本土为主，所以其实我也很担心说募资的力道不晓得会不会其实不是那么的丰沛之类的嘛，对，所以我觉得再加上今年度实在也是太多活动了吼，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就让猪猪再跟老师观察一下，然后规划一下，或许可能关于大型的这类的募资什么之类的，我们改到可能就是明年再看要怎么跑。好，当然是希望说有更大的演出，更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可以给观众的话，这样是最好。对，不过我也担心说这么本土的频道，不晓得真的要跑这么大的3D 募资，不知道跑不跑得起来，这个是我最担心的。对啊，所以我觉得不在今年度，对，这个计划可能就不在今年度了。对，有的器官有2个，你各位知道意思了吧？雅晨冷静，然后手就能顶1小时。吉米，然后机长能再1手。好啦，我觉得这些就平常心啦。我觉得反正这个是很棒的活动，就参加哦。就吉米的这个部分很棒，然后我们就可以参加，就把握时间参加。然后至于是怎么样的部分，我倒觉得其实就宽心了哦，因为不管有没有啦，不管是不是真的有拿到这个奖项，就是我们还是要好好生活啊。对，我们那个太阳公公还是从明天升起，好不好？还是要面对接下来的工作。今年的活动好像是真的排好排满，的确是这样子。7.5万订阅，每人200块就到。可是我们频道其实补档派居多，而且我频道的观众，我稍微去观察一下，其实圈外人也算居多。也就是说，本土文化这个东西，其实在VTuber 这个平台是肯订阅的人还蛮多的，但是 V 圈订阅的人反而是少的。对，所以懂吗？所以我的订阅者其实大部分的人，很像V 圈之外，其实还蛮多都是在圈外的。对对对，我有观察这个部分。然后因为是做文化的关系，所以其实在台湾关心文化，然后喜欢搜寻文化影片，或者是喜欢听台语歌的观众也很多，其实是多的。对，甚至有一些就是台语歌曲的片段，我们就请 YT 爸爸替我就是推广一下的那个力道，迎来的就是可能订阅者也是非常的庞大的。对，但是基本上他们比较少低台，而且都是补档。对，所以我的频道其实基本上很谢谢大家，就是有看到就是这个这么爱唱台语歌的猪猪在这个频道经营。对，不过大部分他们都不会来低台啦。就圈外人也居多这样子。对啊，所以一旦说要开启募资的话，我当然要考量说，哇，这些人不晓得，甚至搞不好连怎么募资、怎么投钱都不知道的这群人。对，所以这些东西我也得要考量进去这样子。圈外的，比如说计程车司机，对，没有错，跟人家司机嘛来啊，这个也是我很惊讶的部分。对，真正有一个大佬跟人家司机推荐过来，那真的是无上光荣，好不好？因为计程车司机对于台语歌非常的挑剔，他居然推荐了猪猪的台语歌给这位大佬，然后这位大佬就变成我们非常该怎么讲，毅然决然花了5万块加入了对1年份的萌新，真的是笑死我。如果能拉到霹雳独家赞助，应该是最好嘛。哇，这个我就可能要再去研究一下。哇，这个校长兼撞钟这些东西，其实我就也很没有时间去研究。对，不过就是我觉得年初想要规划的东西，一步一步在我们的这个年中都把它具现化了，让我觉得很顺利，很开心。第一就是我要的可能就是文创或者是本土访谈节目也顺利的，算是访谈到我们第8集了，对。然后再来就是原创曲，这个最大宗的原创曲呢，这个也是我其实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我想要做一个很本土，然后台语的原创曲，然后刚好就是一个缘分接一个缘分，然后就啪啪啪的完成了，而且刚好又选到8月20号这么棒的日子，就是发行这样子，对，所以一切其实都是在很开心，都在规划以内完成，然后也大家都是很挺这个频道啦，即使我都只能开这个这么鬼畜的时间，
对，所以当然我也在思考说 ，OK， 想做的都做了，那今年度的规划其实在后半年也有很大型的活动要跑，对，那是不是之后还可以有更多的东西给大家？当然一定会想到3D 的东西，对，但是我又突然想到说，天哪，我的频道这么本土，我的频道推的东西这么本土，有人会想就是投注这么大的一个3D 的这个，对，你知道吗？对，就开始在思考这件事情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开始思考，可能跟老师稍微规划一下啦，然后到时候怎么样？可能明年要跑什么东西，会再跟大家好稍微的，对，到时候再跟大家讨论一下哦。感谢大佬让老婆可以圆梦吗？不过今年度其实想做的事情真的是很多很多都很顺利的在实现了，或者在进行中。这个也是我觉得啊，550波比啦，刚下大概真的是这样子。因为迪卡才知道什么叫 VTuber 嘛。啊，谢谢这颗学姐，我是因为虎虎被抓进来了。虎虎就说啊，反正你会画图，一起进来做啊。就好哦，反正就很好说服这样子。珍珠奶茶多糖制冰以拉塞，那怎么知道订阅只是圈外还是圈内的部分嘛？其实有些东西就是它后台你可以去看它是被什么东西引流过来的，这个应该是观察得到。好，这个应该是观察得到，或者是说。就是今天可能后台就是 YT 在帮你广告这个影片的时候，它也是会跑一些数据出来，你也可以去观察说，哦，大概可以了解说，哦，这个有没有在低台，或者是说，哦，这一群就是可能订阅的观众大概是什么属性的这样子。欢迎降落啊，伊拉塞，是哥来了，我的天哪，哥们，我感谢西哥的降落，我的天哪，我们又迎来了西哥。谢谢西哥，谢谢。我们现在在讨论就是关于这个原唱曲，有点类似后日谈的。谢谢婚教们，我的天哪！感谢我们庞大的婚教降落了本频道了，感谢。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用我们的卡价，直接就是迎来这群这么棒的婚教们以及西哥？哥，你来了！这个是哥在本频道降落的第3次，我都在后台记得很清楚。哥啊，他第一次降落是在猪猪的半百歌会，而且那个时候是刚好是在最前面的板的环节，因为我去年比较常开半百歌会，因为还没有被老师骂，对，因为半百歌会是蛮伤喉咙的。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某一次的半百歌会，就是在前面我都会刻意安排比较板的情境的一些歌曲，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是中午的时间，然后哥刚好那个时候可能也是早餐台结束了吧。然后就带领着婚教降落过来，然后跟大家一起板的，好热闹哦！对，那时候是哥第1次的降落，然后哥第2次的降落是我们的7倍裁切、7倍竞标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然后今天我们迎来了西哥带着婚教第3次的降落，真的谢谢你们！我是台湾 VTuber 迪卡屯足迹，对，然后我只开真舞台。对，然后非常的鬼畜的时间，没有办法在晚上开，也没有办法在假日开台。对，有啦，假日有时候有一些活动，可能1小时以内还有办法啦，好不好？谢谢你们的降落，然后不生气的话，猪猪，在8月20号，好，我们的台语原创曲，首支台语原创曲已经在各大串流平台正式发行了哟，好开心！既然大家都来了，我们是不是要再让一次我们刚刚的？给婚教们听一下我们刚刚的东西。大家好，我是台湾 VTuber 迪卡屯足迹，有听到吗？我的首支原创曲《足迹卡甲》已经在8月20号在各大串流平台正式发行喽！刚温刚下落啦哈，情感事，刚有需要搁再提起。我精明干练呢，我精明干练。港都983好事联播网。嘟嘟噜嘟噜。你看，等一下，怎么又repeat了？好啦，对，我们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用这首现场演唱版的卡甲，真的来。对，好好的欢迎一下婚教的大家。对，嘟嘟嘟，
好啦，因为我常打错字，所以我们这次的制作人老师就很调皮的帮我把这个嘟嘟嘟的音效截取进去我们这一次的广告母带里面。然后谁知道我们就是嘟嘟嘟完，然后迎来了就是猪猪的精明干练呢。之后结果是港都电台嘟嘟嘟嘟嘟，港都电台，我好开心，我精明干练呢，我精明干练呢，各位朋友们。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哇，一切真的都接得刚刚好。好啦，这个这么大的知名干练书是猪猪下个礼拜要制作给高阶会员的我们1年1度的独家月饼的部分，好不好？对啊，真的接得超顺的。好，谢谢哥带领着婚教的降临。那么我们不免俗的，是不是真的要用我们的原创曲迎接一下大家？我今天原创曲不停反复的 repeat， 唱到烂掉了，但是为了大家，为了歌，我可以。我们再一次，对，谢谢你们的加入。港都电台是我们南台湾收听率的南霸天呐，所以这次我们的算是原创曲的宣传，也把这个脑筋动到了港都电台身上，对，然后也很开心，就是业务经理真的帮我们安排了很棒很棒的桥段。要唱吗？没有，我不会用播的，要相信我真的是用唱的。到底哪一次你们才会相信我真的是用唱的？我没有用播的，人们好，密室们，你们冷静。我们像聊天室很多婚教，我们请婚教替我鉴定，真的是我自己唱的。我们下一首真的是我自己唱的卡架，好不好？好，紧接着迎来的是猪猪现场版本的原创曲，好不好？真正是我唱的，好不好？好，我们请我们婚教帮我鉴定一下，这样可以吗？相信我啦！好啦，等一下如果笑场的话，那是高几率被盗账号了，不好意思，因为我现在心情非常雀跃，然后很想笑场。来啦，我们真的来为大家现场版本的卡架来。千年的古迹，煞来予梦拍醒。一丝的香味，不是到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带着来的面线芳开，掺着烟水。我的心紧注意，行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真工事敢有需要搁提起？抬头看天，这世间的匆匆，可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是在迷茫时。不管未来还会改变啥物，只要愿做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我在呼吸着，我在唱着，好不好？千年的古迹，煞来予梦拍醒。一丝的香味，不是到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带着来的面线芳开，掺着烟水，牵着我的心赶紧注意。行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真工事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啊啊啊啊
去这世间的匆匆，甲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常是在我面梦时。不管未来还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会记你原在，这就是我所期望的梦想。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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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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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谢谢大家用这首猪猪的手之台语原唱曲，然后感谢大家的降落。哎，等一下，不好意思，我这要关掉。哦，谢谢神谷，超越原创，超好听，猪猪的。哦，谢谢。铁 key 有的，也谢谢神谷的提醒，因为我这支其实在反复校正我的发音的时候，其实我每次其实在练习还有在咬字的时候，其实都还蛮紧张的，希望可以就是很明确的咬出来。也谢谢你们不断的提醒我要怎么咬字，或者是一些该注意的一些咬字的部分嘛。谢谢各位台语小老师们。主播怎么唱原创曲用播的？亚晨，你是想被300吗？我没有一次是用播的。哦，我要气死了，不是用播的，不要嘟很笨。你们相信是我唱的了，是我唱的，不用担心好不好？因为我刚刚有嘟了，很笨，我知道很笨，没错。对，我要让你们知道，真的是我唱的，很笨，好不好？好不好？唱的跟原唱一样好听，好，谢谢。最后用嘟嘟嘟的版，信都信，就算你放卡拉，我们都相信是现场唱。不是啊，是怎样才要相信我啊？伊恩出现了，我们谢谢伊恩过来一起玩。伊恩，你相信我，那个我没有播影片，那个真的是我唱的，怎样你才要相信我？跟原唱一样好听，谢谢。好，嘟嘟感觉呆呆的，好，我就是嘟给你们听，是我唱的好吗？然后方才也感谢TDD 加入我们的频道了，谢谢会员，谢谢你们。猪猪要自己唱，我没有放 CD， 很烦欸。对，大高雄工业国，我们刚刚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港都电台，我们这一次就是录给他们的母带，这样子好不好？对，气死我，我气到没戏。然后苍蓝色草莓，谢谢。然后淡淡王幽灵吗？超越了原创哦，好棒，是哦，超越了 ，OK。原来猪猪录了3个不同版本的模式，我没有录。要故意唱错才能证明是现场唱，是。可恶，混账的我不能到你的账号本，没有关系，雅晨，因为我有谢谢，之前也是我们哥把你丢下来，然后不晓得为什么你在这边坏掉之后就变得很专情，好不好？我觉得相逢自是有缘，坏掉呢，自是缘分，好不好？不管你坏的如何，都是我们专情的面线，这样好不好？和影片一样，就是实力了，谢谢伊恩，有他跟江怡拉赛，好 ，OK， 谢谢你们。感谢，然后详按是吗？谢谢你们，好用心哦，3个版本嘟嘟的。我不要理你们了，好难沟通哦，你们难沟通我们来唱别首歌曲好了。既然你各位这么难沟通，不然我们来唱其他首歌曲好了。我现在这个状况应该也没有办法唱也可以了。怎么会？应该没办法了，对。我声音上有点太开，那些气音应该是没有办法弄好，难沟通只好放弃沟通。好啦，不管怎么样，也谢谢大家的降落。然后不生气的话，如果刚才你们真的觉得这首台语歌还算有打到你们的话，不管有没有打到啦，也欢迎就是动动你们手指头在上方的置顶连结，然后为我留下反馈，我会很开心。或者是加入你们的播放清单之类的，然后也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听到这一支首支的台语原创曲。我们老师真的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然后当时也是很感谢面线们啪的帮我集资完成了这次，我们才有这个稍微还不错的资金，制作这一版就是这么办的原创曲给大家，好不好？
好，我们唱其他首歌来转换个心情吧。我们来唱这个好了，先唱就先赢。对啊，你们对于难沟通的人会继续沟通吗？我是属于那种懒得沟通啊，随便啊，你开心就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情。呀，吹伊拉塞，然后奈若骑士伊拉塞，快了，老婆的原创曲在你这个播放次数超越了，哇靠，真的假的？雅晨真的很专情，谢谢。好，然后我们现在来，我对于难沟通的人会怎样？就这样啊，不然怎样？就这样啊，不然怎样？就只能这样哦。无你是要安怎啊？讲好清楚啊，来输赢啊哈！无你是要安怎？又能怎样？对不对？啊，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那你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那你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是啊，客气了，好吗？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那你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
我怎么原谅？啊！哦，等一下，不公平。没事，什么都没有，不用担心，只是打错字而已。哎呦，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广告母带里面老师就是很有巧思的把那个嘟嘟的声音收进去，是因为我很常打错字啊，气死我！可是我很喜欢这个巧思，对，老师我的超，对，大宝老师是大家的超。为什么今天的阳光好刺眼？哦，好刺眼。好想流眼泪。哦，不会的，我们大高雄工业国习惯了。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了吗？是，真的习惯了，相信我。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是会觉得有一种痛苦的焦虑。不用痛苦，晒衣服了好吗？很难受，不用难受，很难受。我跟你讲，衣服晒不干，那个味道才难受，好不好？我们要喜欢太阳，可以吗 ，Angela？ 好不好？我好烦哦。好啦，下一首《手心的太阳》来自 Angela 张韶涵哦。爱总忽然退潮，心慌乱出脚，沉没在深海里，看海面闪耀，但回忆像水草，静静地缠绕，梦在温热眼角，就冰冷掉，努力越过风暴，向着未来飘，我们才会遇到感动的拥抱。你总是能知道我的坚强剩多少，给我最刚好的依靠。你手心的太阳，是轻放在我背上，委屈就能笑着落泪被释放。在手心的太阳，黑暗里特别明亮，让远路好像是一种分享，而不是漫长。让眼睛看不到嫉妒的燃烧，让耳朵听不到谎言的吵闹，在没有人相信爱能永恒那一秒，我们正坚定的微笑。你手心的太阳，有种安定的力量，就算世界再乱，我也不心慌。我手心的太阳，或许只像个月亮，却用所有爱为你投射最暖的光芒。你手心的太阳，是轻放在我背上，委屈就能笑着落泪被释放。在手心的太阳，黑暗里特别明亮，让远路好像是一种分享。你手心的太阳，有种安宁
只想个原谅，却用所有爱为你套上我最暖的光芒。对不起，我们家今天那个电话，不然我这边有点热门哦，我还是拔掉电话线好了。我们家今天电话好热门哦，所以干嘛说给来？谢谢大家，来自张韶涵的《手心的太阳》。猪猪不给我爱，不是啊，开玩笑，我们这边这么多歌们，还需要轮到我吗？对不对？你看有你的安逸师在你的下面呢、是不是？西晒阳光真的很刺眼啊，的确是啊，一下子我们那个衣服就干了。拿铁一杯15元，好有趣。也谢谢乌骨鸡还在这里。然后毕业即失业弟弟来噻，哇，感谢汤包哥，哇，23个月以世足总裁，感谢汤包哥，是我们加入这个汤包哥，就是我们的高阶会员，唯一一个我不知道他到底身在何方，对，我不知道他到底他的个资基本上在我们高阶会员里面算是最神秘的，他加入高阶会员真的每次都纯赞助。对，其实我刚刚讲说，我们这个月主角蛮特别的哦，我们汤包哥要不要试看看？汤包哥就不用，我纯赞助。好 ，OK 啊，我们这个月又迎来1年1度的我们的精明干莲酥，我们的绿豆椪，我们的中秋月饼礼盒。那我们汤包哥这次要不要试看看？不要，我纯赞助。基本上打动不了他，这我实在没有办法。好，谢谢汤包哥，每个月的高阶会员基本上真的都纯赞助哦。我们这边高阶会员基本上那个3200的币值或者是3800的这个币值，对他们而言大概就只有38块或32块的币值，好不好？好，只能说谢谢大佬让我有猪猪看，好，谢谢大佬让我有这个频道可以存活，好不好？然后内陆其实也谢谢你的爱心，太阳之手，好，太阳之手做面包很需要。手心的太阳吗？好，何心米娅老师你也在皮痒哈，不会累紧了哈。桂花先生来了，也谢谢小乌龟的爱心，谢谢马克先生的爱心，神宇的爱心，然后8月的爱心，塔瓦的爱心。好，安逸师的这个是阿爸，对，电话又来了，不好意思。手心太阳也很难受，对，要抓，不知道，对，太阳公公打来电话。阿广不是踩在上面吗？可以啦，他们常常攻受交替啊。经过我的认证，广义人又帅，性格又好，又是大佬，才真是幸福，是不是？祝你们天长地久，爱到天荒地老，好不好？他的生日蛋糕也不要，这个要看我们汤包哥是不是会加满我们12个月。对，我们看汤包哥是否生日蛋糕吗？没兴趣，搞不好有机会哦，搞不好有机会被他拒绝。的币值就很正常吗？不会的，我们薄荷这个月不是也是我们的总裁不是吗？会有改编手心的太阳饼之类的吗？真的是才疏学浅的猪猪，这个有没有机会改编？这个搞不好有机会，就是这个改编的部分，我们就交给我们的大文人了，好不好？我们频道还蛮多大文好的哈。来，紧接着我想这首歌继续唱下去，我们来唱。周兴哲的挚友，这个就是之前练歌练到我发脾气的挚友，献给大家这首歌。想当星辰，车厢路灯，多爱一个人，切忌爱得太深，酒后传的讯息你别当真，我总感情用事，忘了不可能，也委屈你长期容忍。
什么相衬？难道非要我爱其他的人，你才心安理得卸下了责任？我们不讨论的关系很接近，却不是爱情，拥有无数交集，要丢弃太可惜。我演得很真不诚恳，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没人不羡慕的关系，只是没结局的续集。为什么太熟悉，反而变成距离？触不到的恋人，化身只有夜像搪塞。你明知道我不会等到，却放任我等。谢谢你拉塞。台北周兴哲彩彩，我最近觉得他还蛮像的，真的好不好？你真诚心对待的人，辗转找到我，请我别再伤神。其实我真不想一一询问，从此默不出声，是我的责任。我们不说破的关系很微妙，却不是爱情，容许这种维系，是我不够真情。一再追问何其愚笨，我也清楚你是怎样的人。荡气回肠，又能如何？我最不应该害你受困，进退不得后。我们不讨论的关系很接近，却不是爱情，拥有无数交集，要丢弃太可惜。我演得很真不诚恳，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没人不羡慕的关系，只是没结局的续集。为什么太熟悉，反而变成距离？触不到的恋人，我甚至有点想搪塞。你明知道我不会等到，却放任我等。啊，不好意思，有一口那个无处安放的口水，嘿，对。有一口无处安放的口水，我觉得我有点饿了啊！唱歌真的好容易肚子饿哦。来自周兴哲的挚友，然后同时也是有被我们阿令，我们金曲歌后阿令演唱过了哈，也上了 First Take， 上了 The First Take， 非常厉害的一首歌。久违的吸口水，还好我今天还蛮常吸的。刚好你也饿了吗？没有碰，我这个叫肚子饿。来，既然肚子饿了，我们就来唱这首歌吧。转换个心情哦，
吧？对，再一次，等一下，错了啊！对不起，我刚在确认音量啦，对不起，再一次。やり直しますね。好，这样应该刚刚好。君を流すから、だから一緒にはいれないな。君を流すから早く忘れてほしいんだ。人間だからね、たまには違うものも食べたいね。君を流すから、そう君を流すから。でも味気ないだよね。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君が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なんでかってだね。だいたい曖昧なんだよね。愛の存在証明なんで君が教えてくれないか。何十回の夜を少しだ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愛したのを並べてみて。何十回の夜を少しだ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最後のフルコースをちょうだい。君を流すからきっと一生は無理だよね。君を流すから胸がとてもいなくなった。人間だからね、たまには分かり合えなくなって。君を流すからまだ君を流すから。でも自信がないだよね。変わりたくないなんだよね。君が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なんでかってだね。大概曖昧だったよね。愛の存在証明なんで君がそこにいるのにね。何百回の夜も少しだ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愛したのを並べてみて。何百回の夜を少しだ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最後のフルコースをちょうだい。離れないでそばにいてくれたのは結局君一人だったよね。涙のスパイスは君の胸に残ってしまうだろうけど。何千回の夜を少しだ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愛したのを並べるから。何千回の夜を少しだ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最後のフルコースを。何万回の夜を少しだで忘れるような愛したのを並べるから。何万回の夜を少しだで忘れるような最後のフルコースをちょうだい。ド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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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ド
啦啦啦啦啦啦啦啊！是 Angry 先生，谢谢你来听台，感谢你们成为了薪水小偷。不会的啦，偶尔就是挂个台，3分钟、5分钟也好，谢谢你们的出现，好不好？嘟嘟嘟，这个嘟嘟嘟，我觉得我大概这辈子没有办法脱离它，不如就内化它吧，你们觉得如何？好不好？没有办法脱离它，那就内化它，没有错。打不赢就加入啊，不然呢？唱嘟嘟嘟就去丢贴图，笑死！午安午安，欢迎大家，谢谢你们。时间来到了3点，我今天生了期哦，所以其实精神很涣散，对。但是我觉得果然跟大家一起打打闹闹真的是最佳的提神良药。你知道相爱相杀真的很提神吗？我爱死你们了，知道吗？爱死你们了，知道吗？相爱相杀嘛。在臭我啊哈！不是米娅老师，谢谢加入了哇！1年的主宰专员了，不是米娅老师你也学坏了，怎么可以这样？没有，嘟嘟没有加入，滴滴滴也是嘟嘟，哎，对耶，刘妈你知道的太多了，我把刘妈这句删除掉。都讲安安安安，欢迎你们，
这个嘟嘟嘟还好，起码没有造谣，没有人受伤。是。讲到什么？接哒哒哒哒哒哒。哎，下次我们可以哒哒哒看看。现在嘟嘟嘟吗？你们全部的人都在嘟嘟嘟。哪有臭猪猪？你是疼爱猪猪。好，我们这个风尘学长的疼爱的方法，非常的霸总，好不好？桂花先生啊，我有看到你，谢谢我们今天桂花先生。上次桂花先生的莅临，就是我以为他是某个 B， 然后他就原地出道了，我以为他是某个 B 这样，印度 F 系这样子啊。对了 ，F 系最近还好吗？他不晓得回到香港，不知道过得好不好哈。如果他有出现在 Play One， 就是对，再帮我问候一下他吼。最近猪猪太忙了，比较没有空去 Play One。等到大概9月之后，会比较有时间过去再跟大家拉比赛。这不是我们的阿印师吗？加入第15个月的以世主总裁，但是你不要看他只有第15个月，他已经年资破表啦，而且还是我们的好，曾经是萌新，好。我们这边的萌新不能随便乱叫，要是叫一个我是萌新，你就得花3800。目前我们的萌新有他娃娃，以及直接投入54000，多少钱忘记了。好，金鱼脑记不住，我们的超劲爆萌新，他就是被一个给人家司机推荐过来的，就是我们这边这位大萌新大佬，他真的就是被计程车司机推广过来，猪猪的台语歌会，我真的要被笑死。我想 ，OK， 此生足矣。我这一次此生，我真的觉得在这条路上，真的是有很多很棒的缘分跟很奇妙的缘分，对，好不好？你们都是我的超。浪薄荷，以世主总裁嘛，你在给我装萌新啊，薄荷。F 是一直都跟你们同在耶，难不成猪猪没发？哈 ？F 系。我是你有在线上吗？啊我是一直都在，哪一个？对，我们宇宙大神花呗啊！我们的3200比600块便宜，是本频道的都市传说。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高阶会员已经到达了团扇的数量。什么是团扇？对，就是10几20个，知道吗？每个月都在做团扇，然后某一天我去翻我家后台，发现奇怪，为什么高阶会员3200的比600块的会员还多？哦，我懂了，一定是因为600块比较贵，他们不想加，直接加3200比较便宜，是这样子吗？对，于是就变成本频道的都市传说咯，谢谢大家。广义不是半年萌新吗？这个月还是对，阿姨是还算是萌新，你看看我们的萌新，一下加这个，一下加那个。臣妾已经记不住了，没有关系。阿印师，刚刚是彩彩到我账号，我们这次我要硬塞彩彩生芋头，你说好不好？阿印师，不具名的图，等一下，水灵宝贝，你这个一定是被盗账号了，对不对？上个月没有加到啊，是，对，因为阿印师很可爱，他还问猪猪说，猪猪可以帮我确认一下上个月有没有扣到吗？然后，因为有一些我们的基本上绿界还算蛮自由的啦，就是有一些频道很像基本上就是设定强制每个月扣缴嘛。但是你们不用担心，我觉得相逢自是有缘，你们想自己加入哪一个月自己去加入，我不会去问，不用担心。对，所以你们要退掉就是OK 拜拜。但是我们家的高阶基本上每个人要退掉的时候都一定会先跟我讲说为什么退，然后下次什么时候回来，然后我都跟他们讲说没有关系，你们就有自己的行程要规划，可能要用到钱，或者是出国，甚至就是家里有急用，就不需要跟我讲，因为那个是你们的钱。但是他们一定就是要很像个老妈，你知道吗？就要耳提面命跟我讲说，猪猪我这个月可能退掉，但是我什么时候会再加回来哈？那个时候怎样。我说没有关系，你也不用跟我压日期，对。然后殊不知呢，到了那个时间，他就真的回来了。就因为猪猪我回来了，我就好哦，就好哦。是的，阿燕师塞爆他。我决定我们这次彩全部都是芋头酥，你们说好不好啊？塞爆他最爱的芋头啊，怎么样？等一下 ，F 是要改名，他改成哪一个 ？F 是一直都在聊天室，但是我找不到他。扫地捡垃圾，别这样，浪薄荷。该收月饼喽！你们各位亲爱的萌新、亲爱的总裁们，
就是担心不好进，所以扎了之后我就没有退过。有长猪猪才好算几个月，谢谢阿英师，对，阿英师又偷偷加进来了，谢谢阿英师萌新，好不好？先说一下，钱不够你高阶可能会突然断掉，没关系，阿成，你们不用跟我讲，不要有压力啦，我就只会去后台就是看说这个月有谁，然后就算数量，好不好？不用紧张。塞彩芋头义不容辞，可以，我甚至想寄给他生芋头了，好吗？姐红伟伊拉塞，欢迎你，红伟哈，谢谢你过来，退掉好了吗？你没得退，你即使要退，你的中秋月饼也已经在我的数量上了，不准给我退掉，大家的爱，你整盒都芋头酥，知道吗？整盒都芋头酥，好羡慕哦。我们这次是有芋头酥跟香菜酥的哦，真的是香菜千层酥哦，好不好？请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彩整个都是芋头酥，好羡慕！彩我跟你换好了。好大力啊，伊兰塞，不用跟我对不起啦，薄荷，你看你都这样子，每个要加进来是要不要这么卑微？是我才要谢谢你们哦，所以你们真的不用特别讲说你们什么时候离开，好不好？好不好？你们即使这样上下，你们会籍改来改去，但是依旧在本频道，我就倍感欣慰了，好不好？唔通安呢，好不好？好啦，咱来闭顺一个啦，来，我要生气一下，咱来闭顺一个吼，你们都乖，来闭顺一个啦。讲一句歹势，讲话无爽话，伫这个轮回，情深剩啥货？你看日出会鸟我咧啼，是自然的运行作势，像人心若痛，人讲伤多。免伤多解说，予人心顶地。随我在经过，谁拢未放过。有一种缘分，予人作伙，也着有缘分今生今世。可惜咱两人，几千万年也袂当相陪。天地之看，予人美相做，四季轮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乱，亲像孤鸟断翅咧飞，满世界找你的人咧跟，敢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推到必顺，我也无后悔。免伤多解说，予人心顶地。随我在经过，谁拢袂放过。有一种缘分，予人作伙，也着有缘分今生今世。可惜咱两人，几千万年也袂当相陪。天地之看，予人美相做，四季轮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乱，亲像孤鸟断翅咧飞，满世界找你的人咧跟，敢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推到必顺，我也无后悔。把彩彩塞到必损，好，没事被盗。
天顶一看，互人面相催，四季轮替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浪，亲像孤鸟电视咧飞，满世界找你的人咧跟，敢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哎呦，你拢知影必顺是啥意思啦？哎呦，安尼偌歹势咧！啊，娘喂，你拢知影我咧讲啥？哎呦，够歹势啦！啊，歹势到安尼，赛道必顺听起来好痛，我也这么觉得。仔仔真的要变成芋头的形状，新秀二以拉赛。仔仔记得用，好，刘妈，你真的是我们那个品牌的推广大使。不是苗老师说好会玩，贵圈真软，我好欣慰。所以我问问看我们家阿飞自己种的芋头，怎么这么好自己种芋头不用出去买哦。这个我们看彩彩，但是彩彩不见了，对，彩彩被塞到裂掉了。对，我差点没接上，我没接上啊，我刚整个拍子跑掉了，弄到我自己。对，这实在是太痛了，不行，我们快点来唱一些正常的歌。来3.9分，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我觉得我们大概在1-2首就差不多可以找寻降落的地点了。对，真会玩，贵圈真乱，我好欣慰。来唱这首歌吧。真会玩，你们玩得过林俊杰吗？玩不过。听说他真的蛮情场浪子的啦。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读得一生切的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这好了，相信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一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被湿的昨天深沉。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一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让自己决定。有3敲啊！你们等我一下，我等下唱完，我来帮大家检查一下。好哦。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只好了，相信明天起只和快乐收取。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
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假装很坚定。谢谢我们六今天今日は誕生日なの。那到底大吧？再搞做歌做无比老公公，今日就保庇一个咯，祝福你万年富贵万事如意啦！来，三枪懂内系统推了去。我今天没有开始，因为今天毕竟要截取要那个参加那个金币奖的部分，所以就是我很担心没有关，然后大家就是想要赞助或者是打赏的时候，就是会录进去。其实不会怎么样啦，但是我担心我自己是看到你们的那个文字然后笑场。你们等我一下哦。谢谢我 TDD 的赞助，很开心今天看到了 TDD， 也欢迎就是今天加入的朋友们，喜欢我们频道记得订阅追踪，或者是成为我们专情的面线们哈，来。哎呦！通知机器人打开它，这样就有音效咯。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音效应该就会出来了。发动朱蒂亚不是魔法卡 Q 的，今天我生日。六，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六的赞助，我顺便帮大家检查一下，刚刚是不是有朋友赞助，但是我没有看到的。然后也谢谢 TDD 的赞助，感谢。然后在 YT 的部分，然后 OK， 好，确认完毕，谢谢。OK 的吗？我觉得狮子座的朋友还蛮多的，狮子处女的朋友渐渐的，然后紧接着我们8月份的总裁或者是萌新还挺多的哈。8月份已经有收到我的生日语音祝福的大家，好，紧接着29号又是我们的阿崔总裁生日啦哈。猪猪的算是频道的高阶，除了每个月会回馈，不管是猪脚还是点心之外，但是被大家玩到坏掉了，对。然后除此之外呢，还会有猪猪专属的生日留言祝福，嘿，那个生日留言祝福，嘿，我们会依循这位观众给我的概念。好，有可能是呛爆，有可能是臭爆，有可能是夸爆，好不好？对，依旧自由新政，谢谢大家，这么的自由新政，还是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哈，形成了一个团扇的数量，谢谢大家用团扇的这个数量爱戴本频道，好不好？谢谢大佬让我有猪猪看，谢谢大家，然后也是可以一半突然想起来就很好笑，我就是怕说唱到一半突然想起来，然后我整个情绪就没了这样。好羡慕哦，好意思说他娃萌新，好羡慕是吗？都是爆。等一下哦，第1号电幕是哦，好 OK， 那肯定是什么夸爆是吗？长官啊，你跟我的新仇旧恨，你认为我可能夸爆你吗？我大概好，先不要爆雷，卖个关子。那应该不算呛爆吧？雅晨那个是勒爆，因为雅晨那个是，毕竟雅晨坏掉了，而且他又非常的专情，然后有点瘦瘦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在里面是完全勒爆他。广义，你们在羡慕什么嘛？你们基本上都老熟了哦。明明就是什么情勒嘛，对，雅晨那个是勒爆，好不好？不合，你羡慕什么了？不合，生日的时候要在家可以啊，10月底收到一笔回报，不是风尘学长怎么了吗？风尘学长，我们今天应该是还蛮和平的，不是吗？风尘学长，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和平啊，怎么了吗？怎么了？彩彩，我没有被骂吗？彩彩哦，有啊，我不是说打屁屁吗？我一开场就跟你打屁屁呀，一定是因为太 N 了，觉得我骂的不够凶，对不对？6吗？好羡慕吗？没事的，这个就是我们高阶会员的福利啦，独家福利。生日语音的部分，你应该刷信用卡，下个月自己。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量力而为，因为就是基本上你们不要刷下去，然后睡公园啦，这样也不太好，好不好？Yusaken江，对，但是Yusaken江基本上也是我们之前有担任过我们的前总裁。一日总裁、终身总裁，这个恩惠不会忘记。但是回馈呢，只限当月哦。谢谢大家，谢谢，ありがとう，麦多，刚问刚下到啦，下到啥？下个月你一定会想办法的，对，交给下个月的你烦恼吧。不如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好了，但是我月饼做不完了，
下个月再加没关系，你们下个月再加，把钱省下来。预告一下，下个月猪猪频道真的有大活动，好不好？好，真的是很大，很花钱，热量超高，我要加紧我的重训，好不好？好，真的是很大的活动，真的是大家一定钱存起来，对，要不然可能到时候万一抢不到你的，会哭哭，好不好？会哭哭，先把先把你生日语音做准备吗？风尘学长，你像是想拉我的仇恨值是吗？风尘学长的蛋糕部分，我们预计在9月底会帮风尘学长制作好。风尘学长，我们可以再好好的讨论个哈。再不要睡公园，睡我们台北火车站就领到便当。好，谢谢雅晨，好不好？即使要睡公园，也就是不要，即使真的没有办法睡在家里，至少还有就是我们台北火车站，好不好？很温暖，很温馨，而且好熬得很柔软吗？什么东西熬得很柔软？大活动吗？该睡阳台了吗？总之呢，我们就先预告到这边了。欢迎大家9月份被猪猪榨干，真的是大活动哦，好不好？我要加紧重训了，我的天哪，真的热量爆表，又很大，对，大家意想不到的大活动。在乳汁里面熬得超柔软吗？哦，真的吗？为什么桂花会知道？桂花，你有吃过猪猪的猪脚吗？28公园免费的松鼠和鸽子给长官，这个太黑了，やめてくれ，该去领爱心便当。你们要是哪一天为了赞助本频道去领爱心便当，我真的会哭，好不好？你们忍心让猪猪哭吗？不哭，眼泪都是猪猪，都是我的，好吗？是那种观众可以参与的活动吗？桂花，我们这边就是猪猪的独家卤猪脚的部分，只有在高阶会员才吃得到。而且我们因为我们的高阶会员基本上已经算是相辅相成，而且就是大家感情都很好，所以就是他们自己会玩接力，不然就是会玩一些就是故意气猪猪，然后气完猪猪就会想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菜单，但是又意外的好吃的那些，我可能要我看一下。我做了太多回馈给他们吃了，他们现在都被我宠坏了，你知道吗？被养胖了，他们是一群被养胖的总裁，一群被养胖的萌新。等一下哦，我做了太多了，像这个也算是还蛮指标性的一个，我在狮子头里面加珍珠奶茶，这个也是他们那个月跟大家一起相爱相杀。你们在气我，你们在臭我棚啊！我加珍珠奶茶，我加布丁哦。好啊，来啊，谁怕谁啊？好，我真的加。说真的，他妈超好吃，超好吃的，不是我在讲，真的很好吃。就是诸如此类的这些原创料理啦，对，这个也是我们本频道的高阶会员才会有的这个福利啦，好不好？冷心猪猪快哭臭彩彩。猪猪说的是大活动吗？对，大活动。总之我不能透露太多，但是就是很大，然后热量很多，然后烤全猪嘛也有可能，然后猪猪要重训加倍，然后很贵，我不知道贵不贵，可能对大佬而言不贵。总之呢，钱准备好，对，很大的活动哦。预计9月中旬会公布，好不好？谁呀这么坏，好意思说好风尘学长？原来是饭盒，其实也不算饭盒，就是料理这样子，根本是奖励。最近我的袖子一直推这些 news， 有头绪吗？好，这个基本上可能是觉得说相逢自是有缘，既然你都已经加入本频道会员了，就推爆你，这样好不好？对，团扇戏不是造假的。好了，而且越看我自己越饿。来，谢谢你们大家，我决定我要选最后一首歌，然后我就要逃离现场了，我肚子好饿。我要去吃东西，但是在那之前我要我们的卡甲已经快要破万订阅了耶！天哪，谢谢大家！我们置顶连结的那个好开心哦！我现在看到我的卡甲的这一支已经在9809观看次数，天哪！我们今天不晓得有没有机会把它破万一下。请大家支持起来，猪猪的首支原创曲，我们的观看数已经快要破万了吼！谢谢大家。A 级黑猪肉吗？好吃，好吃啊！好开心，好开心。那我们来
唱一首富有祝福意味的歌，你们觉得好不好？非常富有祝福意味的感觉，就是这一首了，绝对没有问题的。我爱你，好朋友的祝福，我爱你，献给大家。我爱你。非常具有祝福意味的歌名，但是歌词很像不是这么一回事。非常祝福意味的，献给大家，谢谢大家，我们即将破万观看次数了，太棒了！用阿令的歌声祝福大家，好朋友的祝福，谢谢大家。你的眼最后戒掉了吗？那些年过得还算幸福吗？这咖啡的甜度早就是你爱的，重逢的我们，一切全都变了。你问我还常常加班吗？那口气还是一样的温暖，时间总是叫人把好的都记得，当初为什么没好好再见呢？那年我失去最好朋友和我最爱的人，你们相爱，我和悲伤共生共存，而爱从不由人，对错不会永恒，但当时我只懂憎恨。你问我还常常加班吗？那口气还是一样的温暖，时间总是叫人把好的都记得，当初为什么没好好再见呢？那年我失去最好朋友和我最爱的人，你们相爱，我和悲伤共生共存，而爱从不由人，对错不会永恒，但当时我只懂憎恨。好想鼓起勇气陪你聊聊美满的人生，你的快乐我凭什么感觉残忍？眼眶就算苦涩，心也该放下了。好朋友，我祝福你们。好，我们借由这首好朋友的祝福，祝福我们首支原创曲阿尼阿维，吓我一跳，即将观看数要破万了，谢谢大家，好开心，好开心！我的秀口在ますね，谢谢大家，哦，好开心哦！而且刚好是我们上市1个礼拜嘛，今天是礼拜2嘛，哎，真的耶，我们上个礼拜首播嘛，哇，到今天真的。谢谢你们，对，
今天不晓得有没有机会破啦，但是我们即将破10000观看数了，好激励哦，超级激励的，谢谢大家，感谢你们，谢谢，爱你们，对，但是我相信你们爱着，你们更爱着你们彼此的老公的老公，对吧？啊，这不是我们的2倍老师吗？忽然有主委加码吗？加码什么东西？我扣一下主委。主委最近一定觉得来我的频道很烦，都不敢来了，一来就每次都会被凹加码。破万哦，破万有什么加码活动吗？对啊，正好1个礼拜，大宝老师好想跟大宝老师 give me five 一下。大宝老师听说你们像是友军了，大宝老师不站在我这边了，大宝老师现在都跟着大家一起欺负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是友军，太辛苦了，像有录到最好的也可以吗？我觉得就来唱了这么多次了，该筛选了，然后也很开心今天大家的降落，好不好？不管是李野梨还是西哥的降落，都很感谢，非常开心，然后至于有没有录到最好的也可以，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啦。对，再不交出去就不可以了，就以现在有录到的这一些，然后去做筛选好了。对啊，两位老师，对我知道你们是友军，好不好？老师，你如果被威胁了，请眨眨眼好吗？朱元上曲，而且是台语歌曲，不容易。讲到这个真的不容易，我光是跟大宝老师来回照稿听，从那老师那边就已经3、4次了，对，真的是不容易啊。大宝老师，而且我到今天还是陆续有那个对于台语比较有研究的朋友，有跟我稍微的在慢慢精雕细琢一些发音的部分，对，希望就是之后的现场演唱可以更加的精致，这样子。你是好人吗？每个人都想做好人，我想做好人，每个人都想做好人，对。知道我在讲什么梗吗？对，好，如果知道的话，你的年纪老大不小了，对。好了，大宝老师是个好人，是个暖男，好不好？真的是好人。我发现打不过只好加入，老师是这样子吗？老师，你发现打不过面线只好加入一起欺负我吗？说什么欺负是一起什么把玩猪猪？大宝老师，你知道吗？你礼拜5的访谈，你那句猪猪很好玩，然后我就回不去了。我知道了这句话之后，我更确定老师果然是友军，老师果然是面圣的友军，回不去了，完蛋了，好不好？都知道，死线超人，对我这一届真的是死线超人了。然后我有快点跟文文讲，文文，对不起，我这一届可能要死线超人一下。我有智慧文文哦，我有智慧，我死线超人哦，好不好？对，谢谢大家跟老师打招呼。我们这次卡甲的制作人真的很辛苦，就是我们最伟大的2倍老师。大宝老师，我今天反复带大家听我们那个港都电台的嘟嘟嘟，你要不要再听一次？老师来了，要不要再听一次？你也是好人，我会不小心变成坏人吗？桂花先生，好人坏人只在一线之间呢，好不好？就跟法官说，等一下，哇，这句话很经典，你就跟法官说你是好人呢，肯定是好人的吧？这该怎么说呢？好 ，OK， 你们说的是，老师被威胁的话眨眨眼。好啦，我们伟大的2倍老师都在这边了，我们今天再疯狂 repeat 一下今天这个老师剪给港都电台的母带，我们今天 repeat 第3次了吧？大家好，我是台湾 VTuber 迪卡屯足迹，我的首支原创曲《足迹卡甲》已经在8月20号在各大串流平台正式发行喽！港湾港下路来行，港有需要搁再提起。我精明干练呢。港都983好事联播网。我精明干练呢？怎样？嘟嘟完之后我精明干练，我真的没想到老师的母带这么有创意，真的是太强了。然后还花一点时间找出来那个嘟嘟嘟。苹果电脑本身没有这个音效的意思，是这样子吗？老师，猪猪。老师猪等我唱歌的时候一直用播，我没有用播的，你们自己去问大宝老师，我什么时候用播的？老师那真的是我唱的，他们一直在说
音给他们听，我没有，我今天卡甲已经唱了无数次了，我全部都是自己现场唱，他们一直在造谣说我用播的，我快疯掉了，救命！都说自己不是好人吗？哦，这不得不佩服我们风尘学长，很诚实，对我很欣赏，好不好？太诚实了，对啊，我好喜欢这个母带，而且后面居然还是加嘟嘟嘟港都电台哎，而且我有快点过去跟业务经理答谢说，谢谢他在后面加了嘟嘟嘟嘟嘟港都电台这个南部人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音乐，然后经理才跟我讲说，哎呦，这个要加10%的服务费呢，真的傻逼死给你们什么之类的，就赚烂呢，赚烂呢，对不对？好喜欢这个旋律的吗？谢谢谢谢，这是归功于就是我们作词作曲的大家都很厉害，就读得很自然。刚看到新闻将会要在国际这样，他要开嗓了吗？他要献出哇，真的假的？在燃烧神教，我的天哪！要请出二姐不容易耶。苹果的音效不一样，是不是？原来是这样子，就是可能吃了。我吃了原唱，请问原唱是谁？郑原唱，我吃了郑原唱是吗？我吃了郑原唱，哪是猪猪可以真的播一次看看，看到听不听得出来吗？我觉得他们一定听得出来啦，他们只是在造谣我。请再播一次原创曲，你们可以手动去那个我们原创曲的那个影片哈，我们现在观看数快破万了哈，谢谢大家。你们不会自己过去哦，还要人家播，是没有手吗？啊，是欠人家呛吗？哈，气死我了！猪猪，我相信你是现场唱的吗？难道我们现场就只有清流的广义吗？我们现场就只有这位清流先生吗？而且我的 BGM 怎么不见了？好，在这里，我不管，我最后要用这个方式结束我们这回合。洗脑吧！台湾嘎吉德亚狂想曲，洗下去！这个是一定要的啊，是不是？咱卡甲这个好专属 BGM 台湾嘎吉德亚狂想曲呢，超赞的，对不对？这跟原唱一模一样。等一下，我追不到聊天室，刚跟客户闲聊，我听到，然后 Google 啊，真的吗？谢谢当然烧神教给大家的这个资讯。不吃偷偷改吃真原唱，我觉得我先逃离这边好了。对，你们都欺负生理期的女生，你们就不会去买一下红豆汤吗？你们就只会说多喝温水。我今天要吃那个什么，我今天要吃阿华田珍珠。好，这个是生理期的时候超级棒的东西，好不好？郑元畅的年纪不会啊，郑元畅很帅，好不好？猪猪唱的比原唱好吗？谢谢，我唱的比郑元畅还好，谢谢大家，我好了。手断了吗？对对对，我们广义还是我们的青牛萌新，好不好？纳卡西版本是最洗脑的版本，你们其实刚好是从6月20号默默的被我洗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翻，我们那天登旗的抽奖就是6月20号那一天就开始被我洗脑了。你说猪猪唱的比原唱什么？原唱曲在循环播放，但是我们想听猪猪的原唱吗？有啦，我今天唱了很多次，每一次都是原唱，每一次都是自己唱。你们自己去听那个换气的声音，真的是我好吗？猪猪比原唱好，好，我比郑原唱还好，谢谢。那什么黑糖姜母茶哦，不愧是水莲宝贝，这个才是我要的，好不好？好，我去买。多喝热水，直男模式。给你一杯什么可蓝水？不行，我不喝酒的，好不好？汉格老师，我说喜欢喝热可可、热奶茶吗？哦，塔瓦，你怎么这么懂女人的心情？不愧是塔瓦吧？原唱就一直挡枪。好，我努力的，我哪一天一定会超越郑原唱，可以吗？我会努力超越郑原唱。好了，在这个非常洗脑的台湾嘎基德亚狂想曲，的这个非常欢乐的气氛，我们要找下一个降落的地点了啦！行きましょう。来，降落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开台的香香老婆们，也谢谢今天降落的大家以及一起过来玩的大家吼。好啦，我该筛选了哈，来该筛选我们就是指定曲跟自选曲的桥段了，好不好？我请师傅帮你按摩肚子哦。伊木拉妈妈这个也可以，这个给过好不好？然后你。桂花红枣茶好喝，雅晨很棒，雅晨这个也给过。我这个雷萨吗？谢谢各位暖男直男们，
我们现在可以降落的朋友哦，我们看一下降落到。哎，塔塔好像还在小酒馆中，我们去找塔塔玩吧。塔塔，我们来了，他应该还没要走吧？如果他要走的话，帮我拦截他一下哈。塔塔今天开好久哦，谢谢你们，我这个在什么？我看一下哦，塔塔的部分，冰城桂花红枣茶嘛，红枣也好喝啊，然后谢谢你们，给一桶冰吗？哎，那个谁拖彩彩下去，把它丢进脱毛机。把它丢进脱毛机好吗？女粉要哭了。好，女粉不哭不哭，眼泪是猪猪，眼泪都是猪猪的。对，等一下，塔塔真的要关了，是不是？那我看一下，塔塔要关了，那我要去哪里？塔塔要关了啊！塔塔要关了，好吧，我看一下哦。好，塔塔真的要关了，塔塔关了，那我要去好，那我们去找，看一下，我们去找伊可露玩好了。他从头到尾的剧情，他都是有在他的框，没有我觉得也不一定都要死的，看一下哈，可是有意义又有点落入本来少年漫画大家。哇，不过伊可露也开很久了，我们快点降落过去好了，应该是有机会来。出喷灯看着彩彩，喜欢老婆念错字日常，塞到他闭嘴。另外又唱歌，又会做主角，也做饼，又会聊天，又会开玩笑，又会讲日文，怎么这么厉害？怎么办吗？不会啦，我发现也蛮多 B 会这些技能的，真的相信我。然后想烫过再丢脱毛机。好，我交给你了，学长。好，那我们快点去找伊可露一起玩。也谢谢今天大家陪我一起很软烂，但是现在稍微的有精神的这个下午，好不好？然后没有意外的话，死线超人明天真的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出去了，所以明天我们基本上是暂定是休息的状况。好啊，如果说真的可以开台的话，猪猪就会突发。然后基本上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礼拜4再跟大家见面了哈。然后宣传一下礼拜5的部分会去欧达那边跟大家一起讨论台语哈。欧达很努力的想要开台语歌会，所以就是礼拜5看猪猪那边这边有什么可以帮忙的部分，过去稍微的协助一下。但是我相信欧达没有问题的，超棒的好不好 ？OK， 谢谢你们，我们这个非常美妙的。嘎基德亚狂想曲，同时也是我们原创曲卡加的纳卡西版本，在这个非常富有台湾价值的 VGN 的这个VGN 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要降落到伊可露的频道喽。大家拜拜，大家拜拜拜拜。我们过去跟伊可露打个招呼，猪猪也要休息了。お疲れ様，また明日，拜拜喽，拜拜拜拜。